我的麦克风嘞要在这里，大家晚安。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火鸡的网络好厝边阿姐，晚安欢迎，希望会有人接我的电话，一定有麦烦恼，多谢多谢阿姐。三处红暗暗，没有接的话，通通关去地下室，通通要拿去做基金，是这样子吗？好烂哦，谁在乎这个梗？伊头条车上暗暗欢迎你来，若无接，拢总再上车，跟去后山。下车咯，再去山里丢掉啊！不会啦，一定会有人接我电话吧？我看我有发一则推，大家可能有看到，我看还蛮多人留言的，应该总会有人接，总会三明治 OK 的。马自力暗暗欢迎，晚安，欢迎你来，大家好啊！那我现在要来打给谁嘞？不知道我先打开我那一篇推文好了。对，梗是偏老，谢谢。梗是偏老，好，梗是偏老。瑞士巧克力，同事欠我钱，好，谢谢。大家转台了，不要啦。鱼蛋晚安，欢迎你来。骨头面晚安，欢迎你来。骨头面要不要接电话？可以打给贺，谢谢，超好笑，可以打给贺打给贺，哇，好好笑哦，救命！好啦，大家如果就是在等那个我还不知道要打给谁的时候，就是大家也看了这100人份的，虽然我好像还没有全部剪出来，但是大家也看了这么多街访如果对我们这个街访系列有什么想要问的随便问，我们这个那个营业机密也是那个大公开，没有在怕大家知道，好不好？对，想问都可以问哦。好失控的开场，还好吧？欧拉夫老师应该是不想接哦，他已经拒绝我了。好，那我们就先打给那个刚有出现，我现在讲打给2个字就一直想要打给贺，怎么办？我们就来打给刚刚有出现在聊天室里面的 VTuber 朋友骨头妹吧，马上打过去。希望骨头妹会接我的电话。Hello， 骨头妹 ，Have a good day。有听到吗？你好，我听到了，大家应该也听得到你的声音哦。好的，晚上好。你有听到我刚刚讲的超烂笑话吗？打给谁？打给贺。还有一个是骨头面的贺 ，Have a good day。太厉害了吧！太捧场了吧！谢谢。怎么会？哎呀！自己人，真的，那个，我觉得骨头哥真的是，我可以叫你骨头哥吗？没问题。有人这样叫过你吗？有叫骨哥的骨头的都有。我觉得骨头哥真的是个蛮热情、蛮好相处的人。如果是其他 V 朋友在看，可能也会有这种感觉。没有，你很好相处啊，你人很好，nice。谢谢，我们都很棒啦，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对啦，耶！哇，欧拉夫老师出现在聊天室，欧拉夫晚安啊。请问你现在在做什么呢？刚下班，刚吃完那个烧烤，刚吃完就看到你开了。哇，刚吃完就接到骚扰，刚吃完烧烤就接到骚扰电话。是的，刚吃完烧烤就接到。他说是的，对，所以你也认为这是骚扰电话吗？真不好意思。怎么会？这是友善问候的电话，对不对？谢谢。对，骨头妹有参加过那个我的街访系列，没错。请问你觉得街访系列怎么样啊？也不错啊，蛮好玩的。就是因为你有问一大堆题目之后，会把它拆成不同的情况放出来，我觉得这蛮有趣的。好，谢谢。对啊，因为你如果是固定一段都是直接完全照样呈现，就感觉还好。但是因为你有把不同大家的同一个题目给合在一起，看大家不同的回答，赞！
哇，谢谢。我也觉得蛮好玩的，就是有很多是我自己预期不到的回答，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有趣。真的，因为有的人就是超乎你想象，你原本以为他只是回答 A， 他跟A B C D 全部都可以回答出来。那我想要问那个，请问你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被我问到的题目吗？哦，那个吧，怪癖吧。我也是。哦，只有对那个印象最深刻，好好笑啊！对，他怪癖哦，我看腿啊。对，那时候说什么脚应该是很普通的，不算怪癖吧？对，但是想一下，好像不是哦，好像不是这个意思哦。对，好像怪癖好像不止这个哦。哎呀，糟糕，很糟糕。哇，好哇，好像只有访问过谷歌一次哎，希望之后还有机会。没有问题。太好了，因为我就是想访问的人太多了，所以想要2刷都要一点缘分。可以的。你很猛，你还有那个其他那种国际的什么的，哇，太猛了。对啊，我想说要做就做最酷的。太神了！你目前这样子有接触过哪些啊？哪些国际的？我想想哦，有泰国，有菲律宾，然后英国、美国、巴西，然后好像有一个人没告诉我他是哪里人，所以我不确定。好像就这些。蛮多的耶，但是他们应该几乎都是用英文吗？还是甚至是可以用他们自己的那个？菲律宾跟泰国的这2位他们是会英文，我也只会英文，我不会他们的语言，但是他们就是泰国是讲泰语，然后那个菲律宾是讲 Tagalog， 但是我不会讲。对，对，然后就有机会的话，其实我在访问国际的朋友的时候，我都会偷问一下，就是可不可以教我一句你的母语？对，然后我也会教他们台语，但我还没剪出来。对，怎么感觉教了会教脏话？确实犹豫过想教我脏话的。对，正常，大家文化交流都嘛先从脏话开始。文化交流就先从最没文化的地方开始，是吗？对，因为这样子以后如果出了什么事，你才知道人家讲你什么坏话啊。其实我觉得真的有道理，要听得懂啦，这样你被骂才知道。是的，而且有时候其实也不真的是骂啦，因为有时候各个国家的脏话有时候是代表有点开玩笑的感觉的那种。对啊，每个地方的那个风气又不太一样，蛮有趣。是的。我目前比较一直没办法踏出的一步，是我很想访问日 V，但是日 V 好像，这可能有点刻板印象，但是至少我在做咖啡厅的时候遇到的日本人都有符合这个刻板印象，就是他们不太敢讲英语，所以我好像没办法，我不会日语，所以我好像没办法访问。那我跟你说，真的很难。如果你是不会日文只会英文的话，因为就我自己实际上去日本玩的经验，也大部分你都讲英文，但是如果你会讲一点点很不 OK 的日文，他们也能够勉强跟你那个所以你在日本的时候，你就是硬是用日语，就是活下去了。对，我只会比较简单的单字，比如说像买东西嘛 ，kore 啊 ，kore 是这个的意思，会一些那个单字就行了。对，简单的单字，或者是当然有时候会需要讲比较长的啦，但是我讲的都是不是他们那种很顺的口语，就有点像是外国人跟你讲台湾话，然后把单字全部拼在一起的感觉。比如说什么火车这里想去，你可能知道他想去火车站，类似这样。懂了，但是能沟通。对，能沟通。原来如此。这有趣。真的，所以可以尝试看看那个，你不一定要完整的，但是你跟他说，如果你用一点点简单的搭配来问，会不会他就 OK？这样。好，感谢你的鼓励，让我觉得我应该要试一下。真的可以。而且推荐，如果你想找日 V 的话，你可以尽量找那个同步有正在学习中文的日 V，就是他其实观众有一定比例都是台湾人的那一种。
啊，有道理耶。对，因为我其实可以推荐你一个，像那个我之前就是有跟一位日 V 有联动过啊，他其实本来就有学中文，本来就有学中文，是这一位我贴在你的聊天室这一位灵儿这一位，感谢，对，好啊，他的话就是对，像他就是其中一种，就是他其实尽量都在学中文。然后，所以他其实有不少的是台湾观众，是好像也不是不少，已经快99%，我拿很多其实就有点类似龙龙手那种概念，就对，这都是一大堆台湾观众跑过去这样子。龙龙鼠不是台 V 吗？没有了，没有了，他得罪了 ，OK 的，防不到龙龙鼠了，完蛋，完了。不过简单讲就是类似那样，类似那样。哦，哇，好像蛮有趣的，感谢，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方向，这个帮大忙。可以的。哇，有超商贴过禁止使用口令，蛮直接剥夺你生存能力耶。的确，他说的的确，因为跟你们讲，其实因为现在太多观光客了啊，所以其实日本国内其实有一定程度有点反弹，就是观光客。像那个口类就是针对观光客。所以是因为不想要看到观光客，所以就直接让他无法购物。对，但是我个人觉得写的那个用意不大，是因为他只会口类，他可能看不懂你。你讲不要口类。对呢，好好笑。对，所以真的很大程度只是写上去他自己感觉开心的。我说老板，他说我这样就防住了，但是其实还是会跑过，口类。因为他根本看不懂，真的。真的看不懂，没错。太有趣了。好，感谢骨头哥接我的电话，那我就不耽误你宝贵的下班时间了。OK 的。哇，那你有没有想要问下一位接电话的人的问题呀？我会帮你问他。有，那个你觉得那个问下一位的那个观众嘛，问下一位来宾，没错，问下一位的来宾，你觉得那个橙火蛇跟斯洛姆谁是攻谁是受可能会比较好？这样子，谢谢呢，谢谢，好棒的问题哦。哇，好棒哦，真的哇，好棒哦。好，我还不知道会问到谁，我现在开始紧张了。如果我问到斯洛姆怎么办？太好了，好，马上问他能不能接电话。笑死，没问题。太好了，好，马上问他。只要我脸皮够厚，就只有斯洛姆受伤。没错，狠一点。谢谢。好 ，OK， 那我就去寻找斯诺姆咯。OK， 拜拜。太狠了，还有这招哦！来，先跟刚刚进来没打到招呼的朋友们打招呼一下。克泽，晚安，初见安安，我怎么对你的名字有印象啊？是不是在骨头哥那边看过你啊？是吗？木九晚安，欢迎你来。这还真是个尴尬的问题，谢谢骨头哥。素材预备，真的假的？黑暗面会没有的。真的假的？在日本点头是大丈夫不用了哦，摇头是不要，真的假的？要不要塑胶袋？点头就是大丈夫不用啊，摇头也是不要啊，所以不管点头摇头都是不要塑胶袋，是不是？是这样子吗？这个所以是怎样？要塑胶袋一定要用嘴巴讲出来才可以，用肢体语言是没通，是这个意思吗？毕竟看了我们一堆图，总是要来问一下，有一堆吗？我跟施荣的图有一堆吗？我以为只有一张那个灭火器口诀的我有一堆哦，真的假的？我都不知道我有一堆图真的假的啦？你们是不是在那个什么？我知道欧拉夫老师的 Discord 伺服器有一个就是只有我看不到的地方，不可能吧？真的假的？是这样子吗？太狠了！
阿杰也是人生安安安安。前几天是不是有看到你？晚安晚安，欢迎你来，欢迎。好像撑死了只有2张，什么意思？撑死了什么撑死了？撑死了只有2张。好，我们来看一下斯洛姆要不要接我的电话。他说可以耶，我要马上打给他。Hello， 斯洛姆，你好啊，听得到我的声音吗？听得到。你有听到刚刚那个骨头面想要我问你的问题吗？我当然是公啊，废话。我一直很想问一个，我是想问大家啦，不是想问斯洛姆。其实我很好奇耶，为什么大家被抓去凑 BLCP 的时候都要抢着当公啊？为什么啊？所以你要当受就对了。OK， 懂了，大家动手。也不是，只是为什么大家都要抢着当公？我很想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有些想想看怎么讲，我在想要怎么讲才不会得罪人。没关系，得罪的话就是那个是斯洛姆说的，不是我说的。啊？什么意思？我看一下我想怎么讲。我觉得啦哈。你是很怕讲错话？等一下，你是开那个变声器哦，好像被 DC 消掉了，所以听不太懂。DC 搞我，好吧，那算了。好吧，有人提供我觉得不错的答案啦。异性恋男性的刻板印象、父权尊严不允许他们在任何情况下落于下风。斯洛姆，你是异性恋吗？我可以直接这样问吗？我是啊，怎么了？好巧哦，我也是。我觉得可能好巧，我也是。可能异性恋男性普遍没有那么习惯被进入身体吧。我需要这么认真回答这个问题吗？好，现在我们有答案了，我们可以问别的问题了。谢谢。很快。对，我们赶快跳过这个让2个异男都很尴尬的问题，谢谢。还是只有我觉得，可是你觉得只要你是公就无所谓？对啊，我觉得你当受其实还不错。什么意思？不要这样认真的评论我的身体，什么意思？有一种感觉。什么感觉？我好，那个斯洛姆也有参加过那个街访的这个企划，我想问你，有没有对哪些题目特别有印象的？这题目有印象，好久了，我上一次什么时候来的？可能有几个月了，好几个月，对吧？应该算是初期前几个吧。对，是初期的。就有点算是在试营运阶段就有邀请到的。我们算是前面试营运阶段的部分，然后后来觉得第一次觉得很好玩，然后说第二次，然后第2次结束之后，然后那我可以在第3次吗？然后这个人就跟我说，不好意思，我现在单比较多，你可能要稍等。然后就等到现在了吗？对啊，好像是哦。然后几乎没有人3刷的，目前最多都是2刷。3刷好像现在3刷走礼物吧？你怎么知道？我都有看啊。你有看到啊？对啦，有一部有直接说他来3次，对。哎呀，他不是自己有讲说我还要来第3次。对，好像只有礼物是3刷，因为他是我的那个实验的那个小白鼠。好过分哦！人家明明这么大一只大尾狸猫，你竟然叫人家实验小白鼠。大白鼠这样可以吗？可不可以？好像也是要问他，不是问你耶。对啊，你要问他，不是问我啊。搞不好好，我不知道啦，我不知道他喜不喜欢当小白鼠，算了。得罪人的过程当中，
没关系啦，我这礼拜还要跟他联动得罪完就算了，也不能怎么样。拉拉娱乐重大告知，娱乐重大告知，现在我们有法律上的关系了，哇！你现在不是团员，你现在是我的被告，完蛋，完蛋！完蛋！天哪，节瓜沙拉变成蛋沙拉，好烂哦，超难笑，被淡掉。哇，我被淡掉，谢谢哦。请问你现在在做什么呢？刚刚在喝水。哇，太现在了吧，也太现在。那我刚刚去刚去讨论一个东西，刚结束。哦，那你就说要不要打给我了？那我蛮会挑时间的。哇，你蛮会挑时间的。太好了。对，然后我等一下去吃饭。好，那我再乱问一点问题好了。没关系啊，慢慢来，不急。哦，太好了，我可以拖你吃饭时间，好爽哦。对啊，我没差啊，反正今天本来就没什么事。好糗。那请问那个叫什么？我突然想不起来那个叫什么，让我想一下。那个啊？哪个？那个凉拌炒鸡蛋的下一句是什么？一人吃一半。真的假的？有一人吃一半这个版本哦？有啊，我知道这个版本很多，但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版本，好酷哦！就是你如果是有比较好的朋友的话，就会有这种有屁股切一半啊，1斤2块半啊，然后一人吃一半啊，对吧？就取决于你跟朋友之间的那个距离感这样子。请问屁股切一半跟一人吃一半是哪个是感情比较好啊？一人吃一半啊。哦，对，我会分你吃，对不对？然后屁股切一半就是正常嘛，然后一斤2块半就是在商论商。哇，你很专业，你是那叫什么凉拌炒鸡蛋博士哦？没有，我是蛋博士，没有啦。蛋博士是什么？我只知道蛋头博士，蛋博士第一次听说。专门专门等人的。椰蛋哦，我等了3个月都没有邀到火蛇来找我问东西。这真是不好意思。没有开玩笑的啦。没事，之后还是有机会的。不急，对啊，我们又不是什么这次联动完，然后他就慢慢看着Steam这个斯洛姆，然后这名字不见，太过分了吧？什么意思？用完就可以把斯洛姆丢掉了吗？你要确定是我把你丢掉还是你？完了，完蛋，不中！现在被观众知道我们其实不中，这样。哇，这个大条的秘辛先不要抖出来好了。太好了，那最后想问，你有什么想要问下一位来宾的问题吗？下一位来宾的问题，我们要让大家加入食有余辜的行列了吗？什么意思？你是说就是要被你预言哦？没有，那个是你昨天有被讲到，自己最近小心一下家里火灾。我有哦，靠腰嘞。你有被讲到哦，自己小心一下家里这几天火灾的部分啊。我靠！等一下，食有余辜的行列是这个意思吗？还是别的意思？没有啦，食有余辜是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吃金针菇会在马桶里面出现的那种食有余辜。加入这个可以干嘛？啊，没有啊，就是金针菇，不是吃一个金针菇就可以加入了？就是问下一个来宾说，就是假设你今天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吃，就是你在一个荒岛上必须求生，然后什么东西你身边什么东西都没有得吃，然后你现在不吃，你很快就会死掉。但是你唯一能吃的东西是你前一天去吃麻辣锅吃的金针菇，然后没消化完，现在在你的大便里面出现，你会把它洗一洗拿来吃？不是，这样听起来你一直吃它都没有变少，不就代表你都没有吸收到吗？那你其实摄取不到养分啊。没有啊，其实还是会摄取到啊，只是
就是真的哦就是它的听说啦，它的口感会越来越糊。听说是怎样？有人这样试过、哦？就是有人对，对嘞，就是有人说就是有人说就是这东西就是因为它是真菌类嘛，所以它就是进去消化的时候，它会把那个细胞壁，就是那个真菌壁，把那种细胞壁的部分去慢慢磨，然后就会变成沟，就是会越来越糊这样子。听说啦，就是还是会消化一点。哦，好，谢谢。我们在吃饭时间问这个是不是特别刺激？有人吃完了，我也吃完了啊，就你还没吃，哈哈。我没差，我没差。啊、观众没关系啊，他们是观众哎、观众没差。好过分，超过分。好了，没有了，要问什么？我想一下。哦，你还可以改问题，我以为你真的要问这个，吓死我了，我还真有点不敢问哎。那我想一下，那还有什么问题要问？拜托。好，继续好了，继续骨头面的问题好了，我蛮想听听看别人的答案。好啦，我觉得这个比起石有鱼菇，这个我比较问得出口啦。那真拿你没办法。我其实蛮想听听看其他人怎么看法哎，对啊。好哦，好哦，我也不是说真的不想知道别人的看法。那好吧。你其实也很好奇，对不对？知道一下别人在想什么啊，又不代表我要真的要怎样，应该吧？对啊，不是应该，就本来就是对。而且大家应该都知道嘛，火蛇那个脚是可以抓着，然后对。所以如果你有看那个横式的长篇街访的话，就会知道这件事。对，那个脚是可以抓着做一些很，它可以变得很瘦的事情。对。是弓也可以抓吧？弓比较难诶。没有不行啊，就当做单杠的，好吧，听起来超没情趣。其实没有哦，其实是瘦的部分会比较适合。但是直觉是这样子没有错啦啊，那个玩法就是人发明出来的。对，基本上是瘦的部分啦。对，好，那就火蛇是瘦 ，OK， 你可以问下一个人。不 OK，但好吧，就这样吧。对啊，好啦，那先跟你讲哈，你自己小心一下这几天家里用火的部分。好，我小心点，谢谢。出事找你，出事不找我，出事别找我。不行，出事我就把那个账单寄到你家。虽然我根本不知道你家在哪，但我要寄到你家。好像也是哦。那你先找到我。好啦，有空再去找，有空再吃饭，再约吃饭。耶，你可以带着石有鱼菇的这个记忆去吃饭了，谢谢。其实你知道吗？我上次跟礼物出去，如果我们出去骑车，其实我们聊到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找你出来骑一下车？我不太会骑车我只会骑那种就是小型车啊。好吧，那我们我不知道，那我跟礼物骑下去山路哦，不一定啊，要看哦。山路的话我会摔下去哦，所以不建议。哇，真的会哦，真的会啊？好吧，那再看看。好，有机会一定。下次一定耶，下次一定。我们要开始用这种社交词令了嘛？我就知道我们不熟。还行啦，丝跟离骑前面什么意思？我被拖在后面啊，太恐怖了吧？哦，好像不错哪里不错啊？后座对啊，你可以坐后座啊。的确，可以坐礼物的后，你可以坐在礼物的后座。不是你的后座。哦，也可以啦。我就知道他讨厌我。要抓到啊！抓到我就知道不中。我们平常没怎么在聊天，然后我们又在上直播，我们又这样不中。不是平常没在聊天，也不至于这么不中吧？是怎样啊？超级不中。谢谢大家，没有啦，也没有啦，对。那我看一下的。那我就问下一个人。到底我们谁是攻谁是受了？好啊，我相信大家一定很想知道。除了我之外的人，应该都蛮想知道的。哦，好像不错对啊，你看日常说你被拖在后面，你这迷之 M 属性，那个会直接皮全部烂掉吧？太恐怖了。
就知道你是受，就知道你们是商业关系，也没什么钱呢，其实对我们没什么，我们其实很穷，我们都很穷，无法产生商业关系，想多了。想多了，我们没有什么商业，我们很穷。对，我们是互相争夺乞讨地盘的关系。我们其实三个人都在抢纸箱，我们俗称《三国演义》。谢谢，真的真的。我们都拿着各自的纸箱在那边抢啊，抢不赢我就说好，你那一块要下雨了。哇，你好强！你居然还有这招，太阴险！你不要给我做这，好，你那边等一下准备下雨了，啊，你那一块看起来要火灾喽。喂，我就知道，太恐怖了。好，对，好啦，对，就这样。不会，感谢我的邀请。耶，去吃饭了。好了，拜拜。好，拜拜。看来斯洛姆跟我一样是不擅长挂电话的人，要道别比较久。刚刚有没打到招呼的人，我先打一下招呼。嘿，儿子 K， 晚安晚安，欢迎你来。马子里晚安晚安，欢迎你来。还有鼠人晚安，欢迎你们来。有小车啊？是什么迷之狩猎出去？不是，我哪知道他有没有准备小车啊？搞不好他没准备小车，直接把我拖在后面啊！我哪有办法？商业关系很会节俭，谢谢。这个其实蛮好笑的，这个我有点想不到，太好了。阿莹阿曼东，你好，等一下有机会一定打给你，如果你方便的话。那我先来打给我们的下一位来宾。希望他会接我电话。你好啊，嗨，这是我的荣幸。Hello，对，我打给了君临硕。耶，各位安安，我要先问那个斯洛姆，叫我问你的问题。好，就是你觉得我跟斯洛姆如果凑成 CP 的话，谁是攻谁是受？我没有很想问，但这是我的工作。哎呀，你跟斯洛姆是对，怎样？你觉得吃不下去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答案。不是，好吧。我觉得两个都是受。你觉得两个都是受？你说的有道理，我也觉得。那两个都受，但两个受之间必有一攻嘛。两受之间必有一攻的话，我个人觉得斯洛姆比较瘦一点真的假的？斯洛姆比较瘦啊，我比较胖，这样子。对啊。对嘞。好，谢谢。对啊，很会讲话。你胖了一点点啊。好，谁在那边给我撞号的靠背啊？好，好，我们还是问点其他问题好了。你好啊。问点其他问题，因为你知道吗？你刚好问到一个是一个妇女，所以我知道啊。对啊，这样怎么办呢？虽然我不知道这样说会不会有点不正确的刻板印象，但是我怎么觉得好像就是女性朋友们普遍大部分都是至少不会排斥 BL， 就不一定很爱主动来看，但好像比较少遇到排斥看 BL 的女生至少我自己遇到的人。这就像这个，其实我之前跟我家人应该有一个亲戚有讨论过。他说这就如同，因为他是男生，他说就如同男生可以接受百合一样，女生可以接受。虽然我知道有些男生的百合其实是后宫，不是真正的百合，但好。偷臭。我知道，但那时候我妻子是这样讲的，就是我跟他讲说你能接受吗？他说他不行，但是他就是尊重。我说对啊，就如同就是你对百合的想法，但我对蔷薇的想法是跟你对百合的想法是一样的。我觉得有道理耶，有道理。因为我们是不同的性别，所以我们在看不同性别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好香哦。
但同性别的话，就会觉得就自己会带入，然后你就会觉得好像不太行。除非不是异性恋，那就另当别论。哦，对啊，我是泛性恋啦，所以我就还好。我对，至少我自称是异性恋，所以对，就是这样。对啊，那你的看法可能就会不太一样，你就会觉得哦，我可能没有办法，但我觉得尊重。的确，但是跟你对啊，但是如果讲百合的话，你可能觉得哦，看好香哦。确实，确实，这是我自己的觉得啊。那我其实也是这样子想，就是主要是性别原因。好，对，我觉得这个观点真的蛮有意思的，还对啊，他蛮有参考性的这观点蛮有意思。确实。好啊，我还是想问一下关于街访的问题，就是嗨，你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那时候被问到了什么问题呢？我那时候我只印象深刻，那时候就是因为那时候是跟我宝贝就是前代他一起街访的嘛。是的。然后那一段你好像还没放出来。我很多段都还没放出来。可以。那时候就是好像是问到说就是我有奇怪的癖好这一点，然后那时候我宝贝就提到就是说就是我对三国的历史特别有兴趣，然后针对于某个人跟特别有兴趣这件事情。对，然后你还记不记得就是我有印象。我觉得应该可以算怪癖。是吗？是吗？不这个算吗？我觉得，可是我是腐女我喜欢我自己的 CP， 这正常吧？好像有道理，可能而且好吧。而且如果我是个多变性的腐女的话，那这样我就可以 OCP 都行，但我不是啊，我是专一的。所以其实你是清流。我是清流啊，我不能被逆哦，我没办法逆 CP 哦，逆 CP 的话我会先爆炸给你看哦。所以是不可逆也不可拆。对，不可逆也不可拆。哦，好，有道理。我是很干净的人，我不像其他人。什么意思？不像其他人，直接得罪所有其他人哦。没有啊，其实。如果认识多一点的话，有些人会觉得就是家庭教师，你有听过吗？这是我爸爸妈妈在看，没有啦，我有听过。啊，那 OK， 那你知道里面的主角吧？你是说你知道吗？泽田纲吉吗？对，我身边就有的朋友，他们是泽田纲吉的。我觉得很普遍啊，就是从他的作品里面挑一个最喜欢的种兽。对，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个朋友是泽田纲吉的。我觉得不是什么意思？总攻吗？这个我比较难想象。因为然后他们两个凑在一起，就有时候会宗教战争。对，有时候会吵架。那像我就是很干净的，我对纲吉其实没有任何 CP， 我自己是就是雾云那边的，所以就没有这样子的问题。自称清流这样。对，就是我就在旁边看你们吵架，但你不要扯到我的 CP。好，不要扯到我的 CP 就没事。对，不要扯到我 CP 就没事。好的。我知道有些人是很严重的那一种啦，就是譬如说拿你跟斯洛姆来说好了。好，请。可以吗？可以啊。还是不行？可以啊，可以啊。我可以啦，我不知道斯洛姆应该也 OK。是斯洛姆在吗？斯洛姆 OK 吗？不 OK 就是你们的事，跟我没有关系咯。征求一下当事人同意，我怕等一下被挤。应该不会吧？应该还好吧？
啊，该吧？还是我举另外一位朋友啊？你说刚好出现的伊比吗？对，我无所谓啊。譬如说你跟依林，那有人就会觉得就是说，那你比较攻，那一定比较瘦，那他就会吃就是譬如说我想想，火衣之类的，对。然后隔壁好斯鲁姆说还 OK， 然后隔壁另外一个就觉得不行，我没有办法接受火衣，我只能接受火丝，然后他们就会吵起来，然后就很严重的那一种，对。这感觉蛮常见的。对，那我是哪一种？好，譬如说我是火衣，但是你跟我一起讲火丝，我会尊重你的那一种。哦，你可能就是不参与讨论，但是蒙天。对，然后但是他如果是一直强制，就是说不行，你一定要给我吃火丝。我跟你讲，火丝超好吃，他们两个都会弄超甜的。那我就会爆炸给他看，我就会跟他讲说，我就是吃火衣的，你为什么一定要我吃火丝呢？理解。对，我的状态是这样子的。但有些人就是腐女的里面有很多很可怕的状况，但也有很多很可爱的状况。对不起，让大家听了一大堆腐女的奇怪发言。哦，我是蛮习惯的啦，我不知道是体质问题还是怎样，就是我还蛮容易遇到腐女朋友的，就是对他们会把我拿去凑 CP，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是会这样，所以我已经听很多了，我觉得非常的熟悉，非常温馨，对，有家的感觉 ，OK 的，有家的感觉，对 ，OK 哦。观众习不习惯没关系，他们应该会被迫习惯。他们不是这边就一堆同人女在看台了，我觉得没问题。OK， 没问题。OK。各位啊，你们是哪一个呢？还是3个都可以呢？你们自己看着办。对，欢迎分享自己的癖好，我无所谓。大师派克尼瓦伊里有点OK， 好 OK，I got it。我觉得对我来说重要的就是我除 CP 的时候，就是会觉得那对 CP 就是要在一起，所以通常是不可拆。但是我觉得可逆，对我大部分我吃的 CP 都是可逆的。哦，你可逆哦？对啊，我蛮喜欢看那个 Oh my god， 攻守交替的。我没办法，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逆。没关系啦，我们尊重每个人不同的喜好啊，不要强迫你看就好了，对不对？我跟我朋友，好，这个是另外一个 CP 了，这又开始得罪人了。请得罪，反正不是我说的。就不是对，我喜欢《太空战士7》里面的克劳德跟塞菲罗斯。你说太空战士是 Final Fantasy，Final 就是太空 ，Fantasy 是战士，对，好。然后我喜欢的是克劳德以英文来讲的话是 CS， 就是克劳德跟塞菲罗斯，但我朋友他是 SC。对，那我跟他呢，目前为止只有家庭教师是算比较共同的 CP， 其他全部我们两个都是逆的。你们的友情就是靠家庭教师在维系的。差不多。好其他都是用逆的。谢谢家庭教师。然后，但就一直到现在，我们两个还都很和平，就是我们两个会很和平的分享彼此之间看到的香香的图啊，然后或者是香香的文啊。我们两个就是刚好踩在那个边界上，就是也不会就觉得让对方不舒服什么之类的。就是勉强还是朋友。没有，就其实也还算蛮好的朋友啦。开玩笑。对啊，就还算蛮好的朋友。好。等一下，你有没有希望我问下一位来宾的问题呢？下一位来宾的问题啊，我还没决定是谁，所以不知道是谁。好吧，如果是女孩子的话，帮我问一下，她觉得你们3个之间哪一个是总收好？男孩子也可以问吧？男孩子不行。
那男孩子要问什么？有些男孩子太直了，你知道吗？就是直到不行的那一种，他们有些人会排斥，我们要尊重有一些男孩子的想法。啊，女孩子是我觉得比较能够接受这种东西，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可以问。好，有道理。那对，那我不就只能打给女孩子吗？没有，不一定啊。你可以在你遇到下一个女孩子的时候再问一下。OK， 好，没问题。男孩子我是，男孩子我是想不到有什么啊。对，好，可能我对男孩子没有那个，没有想要对话的动机，也没有到想要对话动机啦，没有特别想问的问题就对了。就顿时对我想不到有什么特别想问的问题啊。好吧，那你问他吃不吃百合吧。哦，好啊，啊，看看是不是真的这样子的状况啊？偷偷市场调查的概念吗？对啊，你就是偷偷测试一下。OK， 好啊。耶！然后期待你的那个下一位人士。感谢。OK， 祝你这一次顺顺利利。谢谢。好。OK， 那我去找下一个人啦。OK， 没问题，辛苦啦。不会。喂，拜拜啦。拜。顺带一提，偷偷宣传一下，就是我们那个这个礼拜四晚上8点有一个议题性的杂谈，然后会邀请到就是君临硕以及有出现在聊天室的 Teru 跟那个还有一位是叫谢凯尔特卡厄斯的我新认识的 VTuber 朋友，对，我们会一起聊聊关于胸罩的事情，对，那大家礼拜四可以来。对，然后我先来跟刚刚没打到招呼的人打一下招呼啊，Teru 晚安啊，然后我们漏掉谁？我现在超怕漏掉谁的，对啊，还有伊里，对，伊里晚安，你们好，很善良吗？我也觉得蛮善良的。好，那我马上出发来找下一位朋友。我们今天好像很多人想要被打电话，我要努力一点，尽可能那个多打一点电话。咪猫猫，安，欢迎，晚安，欢迎你来。好，那我们马上打给下一位幸运的得主，是算幸运得主吗？马上打给下一位主播，希望他会接我电话。Hello， 阿莹。Hello， 晚安啊。大家晚安灯。请问你在做什么呢？我在写字帖。你在写字帖？你会写书法哦？没有啦，我是写楷书、硬笔书啦。硬笔书法也算书法吧？应该吧。好有文学气息哦！天哪！大学其实有修过书法呢，还是跨系选修，哈哈哈哈。哈，你去修书画系的书法哦？没有，好像是什么中文系还是国文系嘛？原来他们也要书法，原来如此。嘿呀，好酷哦！我也跨系选修过表演艺术学系的表演课哦。天！超无聊的，感觉很好玩呢。然后就几乎没有外系生，对，超怪，好玩，真的蛮好玩的。那你怎么说人家无聊？不，我说我这种人太无聊了。哦，懂。对，就是莫名其妙跑去乱选，但很好玩，真的很好玩。大家如果还有在读大学的话，可以做看这种事情哦。我们学校没有这个系，所以就没办法。我还跑去修过那个叫什么？我还跑去修过经济系的货币银行学，然后完全听不懂，所以我就退选了。这样也不错啊！超怪，谁会选这个？是一个经验。就有啊，想要投资理财的啊。
应该我不知道啦，读经济系应该是对投资理财没有最直接的关系啦，至少我听说是这样啦。原来吗？应该吧，应该吧，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好， OK，那个刚刚的接电话的来宾君临硕，想要我问你一个问题，请说。请问你觉得我跟斯洛姆跟伊里3个人谁是总兽？总兽，可是我跟斯洛姆不太熟哎，我想想。那你就不要得罪他，你可以得罪另外2个人。还是阿火好了。好，太好了，那我们今天的那个逆兔带就没有啦。没关系啊，没关系，我也没有非得要当公啊。怎么不讲话？哎，不是，我的手机突然震动了，哦，我想说，我吓一跳。对啊，我想说怎么了？没事。好，太好了。哦，你对对是外对，公内受的啦。有这种标签哦，外公内受第一次听说。有啊，就是表面看起来很公啊，但其实是受的、啊，这种也很多人吃哦，反差萌。啊，我是略懂啦。对，懂后。嗯，对、啊。这个问题不会一直贯彻整个直播吧？会吧？可以不要吗？谢谢外公内受，那外婆是公，外公是受，没有不行啊，好像蛮好的啊。蛮好的啊，很那个与时俱进啊，不要被传统束缚了。哦，苍大叔晚安，你好，欢迎你来。晚安。不对，是不是一开始就有跟他打招呼了？我不知道呢。哎，是哦，他一开始就在了。那个，啊，对啦，街访啦，对啦，对，桑大叔一直都在，没错，我想起来了。嘿，我要问的是，之前在参与这个街访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被问到比较印象深刻的问题呢？你好像问一个问题是说你有没有推的角色什么的周边是吗？是这个问题吗？好像有类似的问题。对，阿莹记不太清楚了，然后那时候就回答的蛮羞耻的。那我就先不要告诉大家我的答案，等阿火剪出来。好，这个终于是换我让别人感到尴尬了。对，伊里问了一个好问题耶，置顶会换吗？我忘记换了，完蛋了，到现在都还是置顶了第一位接电话的人的频道连结，救命！我要来挑战，我一边写字帖，可不可以顺利的跟你抬杠？感觉写字其实蛮需要专注的。对啊。好，那我就不要太耽误你好了。不对，但是在这之前，你有没有想要问这个问题很重要，请好好回答。你有没有想要问下一个接电话的人的问题呢？你今天有好好照顾自己了吗？谢谢，终于不用贯彻这个啊，太好了。因为我想不到第4个人了。哦，你是在想要把第4个人拖下水哦？太可恶了吧！太可恶了吧！好，太好了，谢谢你，谢谢你问了一个我比较喜欢的问题。哦，你火蛇不用受伤的世界是吗？耶，终于不用了。好。耶，那我就先跟你说拜拜喽。
好，谢谢大家称赞我善良礼貌，大家他已经后悔了，拜拜。狸猫真可恶，谢谢。没有啦，超大叔，拍谁？我发现我要同时跟主播聊天，同时就会有很多事情到高 key， 比如说忘记哪些人打过招呼，以及忘记换置顶连结，救命啊！刚有好多来宾的置顶连结我都没有换到，感谢伊利的提醒，救命！好冷又好爽，晚安，欢迎你来，还是我等等也打给你好了。好，那我要准备继续乱打电话啦。Hello， 喂，你好，请问是火蛇先生吗？对呀，你好，你怎么知道我是火蛇先生？我从推特上知道你的。哦，我好像也是从推特上知道你的。对，早上好，早上好。你那边是早安哦，不是，你那边是早上啊？哦，没有，我通太习惯了。哦，对，就是我大部分时候我都说早安比较多这样子。对，不管时间段，反正就是。对。原来如此。哇，这个很有国际视野，直接突破任何时差的限制。你说的有道理。没有，因为我以前跟我的家人用台语也是讲高炸这样而已啊。哦，你讲台语啊，是咱规气拢讲台语好啊。但不困难呢。哦，因为我不是全台语的类型，我当然跟家人会讲台语，可是有一些我们就是国语混着台语这样讲啊，不是完全对，就是有一点这样，因为我以前的家庭就是阿嬷阿公都讲台语这样子，对。哦，这应该蛮普遍的哦。对，挺普遍的。我好像以前认识的一些朋友也都是讲台语混国语这样子。后来再大一点，高中的时候，大部分都讲中文比较多。对，我好像可能因为我的地区的关系，我小时候长大的地方就已经小朋友也都很不会讲台语了，所以我小学根本就没机会讲。哦，对啊，有一些是这样，就是在学校讲中文，然后在家里全部都用台语这样子。好羡慕！我不清楚你是哪一种。对，我是这样子啦，就是我在学校就是全中文，然后一到家就是讲全台语这样子。对，蛮羡慕的。会吗？那你讲台语的契机是为什么？或者是说为什么对台语这么着迷？其实主要会特别想到要讲台语，是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在 YouTube 看到一个影片，然后那个影片标题就是说，告诉你台语快要没有人讲了。然后点进去看一看，然后我就发现，他说的有道理。然后因为那个，虽然我小时候不会讲，但是我小时候每年寒暑假会去阿公阿嬷家，所以就其实会听得到有台语这个语言，所以对我来说还是有点感情的。对 ，OK， 没错。然后大学我也是这样，开始特意去学，对，就变成现在这样。你学得很好，真的，我必须得说，你的台语真的很厉害。是你不敢嫌。哎呀，没啦。然后其实我们是第一次讲话，我没有访问过你。对，我们第一次聊天，对，没错。那之后有机会的话，你会想要接受我的访问吗？当然是没问题咯。因为其实最近我有在想，就是我这个访问想要看敢会当豆豆啊增加较侪用台语来访问的这个比例就对啊，想要多找一点。台语的比例袂歹，我感觉加一寡人讲台语是袂歹的。对啊，而且可能有的主播平常时咧开台的时阵拢袂讲，所以让大家听看麦，应该也很有趣。对啊，我也觉得蛮有趣的。我突然脑袋有点宕机，抱歉。没事，我是在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唐突打给你了。不会，没有。我刚刚在看你的直播，我在了解你。对，我在稍微了解你的频道啊，还有一些东西之类。因为之前我是先看到你的 short 在街访，然后
我没有报名啊，但是我就是一直都有在关注你的一些动态，这样，因为我觉得台语很难得，尤其是讲闽南语诶，我觉得这个东西很特别，所以我有一直在看你的一些影片啊或之类的这样子，对。这是我的荣幸。不，我很喜欢你，我很喜欢你，我真的很喜欢你。谢谢。我突然被告白了吗？就是身为创作者一种喜欢啊，懂对我真的觉得你很厉害，对，很少有人坚持在这一块了。谢谢，可能我也没太多其他长处了。不会啊，我觉得你很厉害啊，你真的很厉害，有时候会写饶舌啊，有时候写歌词啊，我都有听过，我觉得真的很棒。哇，好害羞，救命！谢谢。好。之后哇，因为其实只要有遇到就是愿意多讲台语的朋友，就是除了街访之外，都会蛮想要抓来联动的。有机会一定会找你。OK， 没问题。我其实还蛮常讲的，我有时候在我的台上，但我没有在我的台上很常讲，我在家里比较常讲。对，因为我爸我妈也是用台语比较多这样子。好赞哦。对，好诶。以后有机会就是请务必来我的台多讲一点。有，没问题。其实你很早我就有关注你啊，你还没画成那个帅哥形状的时候，还是那个宝箱怪的时候，在吐舌头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我有看到，甚至还有看到一个那个信封吗？那个时候刚开始还没画成人形，有那个信封，然后你要画成人形的那一篇文，我有看到过啊，那个蛮久了，今年对，有一段时间了，我追有一段时间，你看我都还记得，我还可以记你呢。我最感动的救人，哎呦，哇，感谢啦，没啦，太好了，还好，你今天有在推特，就是我发的那篇文有留言，我差点错过一个。对啊，因为我一直在找机会想要跟你互动，因为我属于比较较避暑为狼，所以我一直在找一个机会。对，太好了，还好，真的还好，有差点错过一个就是可以一起讲台语的朋友，太好了。一点点啊，不算很厉害。如果有机会的话，当然要跟大赛你合唱一个啊。没有，我也还好啦。好大一的赛耶，我 VTuber 界的那个大师，叫大师也是素还真老师之类的吧？也是啦，那算 VTuber 吗？确实，那算吧。应该算吧，应该算吧。可是有点早期了，摸得到的3D 皮哦。对，真的蛮 old school 的，是对，好强哦，好对啊，然后那个刚阿莹想要我问你的问题是你今天有好好照顾自己了吗？我今天吗？我今天有啊，当然有啊，每一天都好好照顾自己。今天比较特别，今天有比较好好照顾自己，之前都比较没有，因为之前在忙，就比较没有照顾自己的身体。对。你都怎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问起来感觉很怪，你都怎么照顾自己呢？我都怎么照顾自己？把自己的心情照顾好啊，然后睡饱饱啊，吃好饭啊，吃好饭啊，家己吃较福气的安尼有无？吃较福气，哇，这我。然后就可以，然后坐在这台电脑头前。看 Netflix 讲咪呀，好爽，这个很懂照顾。对啊，五样，没错，养生，太好了。对，没错，对，现代养生法。好，学会了，等一下马上跟着做，变胖找你。跟着做是吗 ？OK， 没问题。耶，好，有机会肯定是要好好来多交流一下的。无问题，甲大师你嘛有足侪爱学的。莫啦，莫叫大师啦，无遐大，嘛唔是师。对，谢谢。了解，不会。耶，哇，那你有什么想要问下一个接电话的人的问题吗？
你知道吗？其实你们刚刚在对话当中，我其实有看斯洛姆那一趴，死有余辜。你想参与是不是？不是，你想要问这个哦？不可能吧？没有啦，我只是觉得那一趴很好笑啦，我只是觉得那一趴很好笑，我没有任何想问这一题的部分，我怕你太难为情。确实，谢谢你的体贴，拯救了我的脸皮，太感谢了。我想一下哦。好。有啥物代志是你做过，但是你感觉每一个人拢应该试看卖。哦，趣味好，我用台语甲问。好，安尼，袂歹。有啥物代志是你做过，啊？你感觉大家人拢应该试看卖？无唔对。好，我打字一下，我怕忘记。好 ，OK。但是我必须得说你很厉害，你有办法把就是那个闽南语打成字出来。我觉得我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我看不懂。可能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有稍微花点力气去学。好了，那我期待你未来更多的作品。谢谢，我也蛮期待的，蛮期待之后我们可以多合作的。OK 啊，当然没问题啊，没问题 ，Sure。耶，哇，你还会英语 ，Sure。just little. 我们可以三语联动，我的天。No. My English is broken, and just speak little. Yeah. 我觉得已经算很流利了。没一点点而已。我基本上后续有一些东西，我只会单字而已。对。好吧。甚至我的英文能力差我的台语能力要差的很多。好羡慕我其实一直都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我的台语可以比我的英语好，但是我台语还没有到那么好，所以有点恨。不会啦，我觉得你已经很厉害了。而且你的整个的那个叫什么溃靠，对你的溃靠，我觉得很 local。对，谢，这是对我的肯定。不会，你真的很厉害。然后应该差不多了，那我先挂了。OK， 好，你是不是不太习惯先挂电话？我记得好像没错，我是不擅长挂电话的人，真的。好啦，感恩。了解。来到后一届咱就来联动啦，好不好？足期待。我嘛足期待。好，拜拜，晚安。感谢，拜拜。耶，交到新朋友了！我应该有丁选他的，我有，太好了，哇，好赚哦！开个直播还可以交到新朋友，还蛮开心的。字母晚安，欢迎你来看我的台。看到愈多，我也蛮期待的，就是之后可以，我是确实真的是最近一直很想要让那个我的街访里面。就是台语访问的比例，就是再多增加一点。对，我应该会往这方面努力呀。周米说辛苦了，没有啦，没有很辛苦啦。今天就是真的很开心在跟大家聊天，真的。好，那我们就从聊天室随便抓一个 VTuber 来打吧。听起来像把人抓来扁，不是那个意思，就打电话的打。那我们就。来试着打给好冷又好爽好了，希望还会接我的电话。不会抓起来打了吗？没有啦，抓来打电话啦，没有啦。哇，好爽哦！你接我的电话了，好爽哦！因为我是好冷又好爽。谢谢你的解释。耶，笑点解析耶。对，那你好啊，我们有点久没有聊天了。那确实啊，看你的街访是算事业嘛，蒸蒸日上，都到100人了。对啊，你也是100人中的其中一员呢，非常荣幸。我觉得我好喜欢你那一支的，就是剪我那一支的剪辑哦，好好笑。那个迷音真的是一定要放一下那个迷音本音的。我真的好喜欢我喜欢那个卡拉 OK 的那个地方。太好了，我的那个用心，对，我记得你有留言跟我说，你在对啊，应该是，对，应该是，我记得我在推特留的，没错，对，
哇而且我看那个观众的反应都是我想要的反应，就是大家的反应都是这到底是啥小？哈，可是好吧，可能不是每个人的迷因品味都跟我们一样好。没有，我很喜欢，就是大家这个反应很好，就是这到底是什么鬼啊的这种反应，我觉得很好，因为这迷因他那个迷因太深沉了，你知道吗？所以他好笑，对。哎呦，我这样我是第几位来宾啊？哎，还是已经很多了这样子。其实我还真的有编号哦，所以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啊，你是说真的吗？你说今天的还是整个街坊的？今天的啦，哎，整个街坊的也问一下好了，我也蛮想知道的。哇，今天的我要数一下，因为我记忆力蛮差的。不过如果是整个街坊的，我其实有偷偷把大家都写一个编号，听起来超像什么连续杀人魔，不是啦，没有了吧？哇，我找一下，你是第，哇，我滑鼠突然好看，你是第77、72、73，你是第73那个被我访问的人。哦，我那时候已经到70几了，好厉害哦。对啊，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就越来越多，好恐怖。我觉得你很厉害的一个点是，我当初在看你街访系列的时候，就是除了你问问题很有趣以外，你还有去访问就是不同语系的 YouTuber， 我觉得很酷。哦，是耶，我就想说，姑且有这个能力拿来用一下。对啊，我记得是一个，好像他是英国腔吗？还是？哦，对，有一个是英国人，那个腔调。对，我觉得好厉害哦！我都不敢，我是我的话，因为我虽然说曾经有在国外生活过，但是我其实你要我直接去跟人家就是问问题访问后，我其实不敢。哦，我其实就是每次要打给那个其他语系的 VTuber 的时候，我都会超错的，真的会。对，我想到我以前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有一个作业，就是他是要你去访问街上的人，然后根据他们的资料或是一些数据的东西，就是他们回答什么东西，然后你来去做报告这样子。哦，好刺激然后，对我完全不敢做那个，所以我最后的事情就是我在脑内里面模拟出了3个路人，然后他们讲了什么，然后我就根据这3个路人讲的话，然后就我脑中里面的3个路人，然后去生了一份凭空的报告出来。那也是很会解决问题耶。因为我真的不敢去访问他们，可怕了。我觉得这个问题对内向的人，就这个题目对内向的人有点太不友善了。对啊，就是你想哦，今天你因为我们那个报告的是要问说，就是可能要分析说一家超市它的这个客人的需求跟就是他们来这边通常都是购买的行为模式这样。我说看，如果我今天在超市买一买，突然有一个人把麦嘟过来的话，我应该其实会蛮不爽的。就是我想要逛我的超市，你在这边浪费我的时间的那种感觉。哦，的确，如果是我的话也是。对，所以我超级不敢去做这件事情，我只好靠想象力了，想象力就是我超能力。我觉得可以靠想象力真的把这个报告解决掉，真的是蛮厉害的。不知道我感觉其实老师他们其实搞不好也知道这个访问就是也许不会有那么多人真的去做嘛，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是 ChatGPT 开始流行起来的时候了。哦，对，你说老师也有心理准备了。对，老师应该也有心理准备，就是说啊，就是这个东西可能是不一定是真的是路人。对，我其实有一个是去问我的室友啦，对。Oh, OK， 所以就真的是如同伊藤绿塔说的，一个是室友，然后一个是冷，一个是爽。应该不是这样，应该不是这样。好，对，那我想问，除了你刚刚说的，就是有那个 KTV 字幕的那一集之外，就是那时候街访问到你的问题里面，有没有哪一题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我印象比较深刻哦，我印象比较深刻是你问我知不知道肥皂的台语，还有那个你去厕所的时候会滑手机嘛？就可能这2题我好像还记得吧。哦，为什么印象比较深刻呢？还是你也没有为什么？肥皂好像肥皂是你问我说你知不知道肥皂的台语嘛？然后我不是跟你讲了一个谐音笑话嘛？然后你说你好像没有听过这个谐音笑话。哇，我好像忘记了，可以再讲一次吗？
就是我说你知道肥皂的台语是什么？我说这个我很少见得有记得，就是肥皂的台语是萨本啊，对对对，然后我说因为我以前听人家讲过萨本 11， 对，然后我就是靠这个谐音一直记得，就是肥皂的台语是萨本。谢谢，我发音够标准吗？我其实不确定。我觉得蛮标准的萨本啊。对。萨本 11， 谢谢。哎，那滑手机为什么会特别有印象？哦，因为我那时候问这个，反正就是问我说会不会上厕所滑手机，我说我其实上厕所都不滑手机。然后你那时候接着问我说，那你知不知道大家在就是没有手机还没盛行起来之前，去厕所都在做什么？就是可能在厕所待很久在做什么？对，然后我说大家可能都是比如说看杂志，或是看一些厕所放的书啊、漫画之类的。你就说哇，你观察得很仔细啊！我突然觉得我那时候突然被称赞，我蛮开心的。我就记得被称赞很开心。对，是因为被称赞很开心，就觉得哎不错挺好的，就对啊，原来是这样哦。对，没错。OK， 好，那我后来看了一下，你是第几位今天被打电话来宾呢？你是第6位。哦，第6位哦。没错。我以为我已经排到蛮后面的。我觉得好像也算蛮后面的，就是可能真的吗？对啊，我其实也不确定今天会打给几个人呢，就是我没有很擅长耐久。你想说你已经开了1个多小时？对哦，你这个好像是逆突带的话，好像就是突发的嘛，对不对？对，就是接电话的人也不知道我要打给他啊，差不多是这样。那确实，我那时候其实有看在推特上看到你在募集这个东西，然后我本来想要去留言，可是我其实不太确定说我回来的时间到有没有空，因为我其实是刚刚才回到家。就是我刚刚还在教，就是店里面的人怎么，就是有点像是在交接啦，要我这个职位有其他的员工要来用，然后我要教他们，就是我这个职位要注意的什么东西的，手板干嘛的，理解。对，那我们就算是蛮有缘分的，刚好看到你在聊天室，马上就先 call 给你。对，运气不错，是我运气不错，是我运气不错。因为我也蛮喜欢，其实我蛮喜欢接凸带的嘛，就是怎么讲，我蛮喜欢被这样算我这样算是被凸带还是凸带？反正我蛮喜欢当来宾的啊，对，我也是，我就觉得跟那个人家聊天还蛮有趣的，蛮好玩，比我自己一个人开台的时候有趣很多。对啊，我觉得这种就是凸带或逆凸带，我最享受的就是会有很多没有就意想不到的，因为那个话题会怎么互动？对，就是话题会往哪边走，完全不知道，就真的是出乎意料，真的。对，而且有一个很棒的点就是我可以去别人的台讲很多，我可能已经在自己的台讲过，就是我就是自己台讲过一些事情，我想说这我讲过了，我还要再讲吗？对，就是会不会大家在听同样的东西会觉得很无聊啊？可是去别人的台就不会有这个顾虑，因为大家多半都是可能都会第一次见到这个人，然后他讲一些东西，我就可以随便讲这样。这个东西就算讲过，他们应该没听过。的确，而且我觉得就也是一个偷打广告的机会，至少我自己都是一部分是有这个想法。完了，这可以讲吗？不会啊，这个很正常吧？这个本来而已。我们这个行业本来就是这样子生活就靠这样子存活下去的。是的，好好笑。OK， 好，那我要来问，就是上一位来宾想要问你的问题。好，没问题。有什么代志是你做过？因为他是用台语问的，所以我用台语问。好，你感觉就是你做过，你感觉每一个人都爱试看卖？什么事情是我做过，然后每个人都想试试看的？对，你觉得每个人都该试一下？每个人是我做完之后，我觉得每个人该试一下，还是我做完之后，其他人真的也想试一下？我觉得应该是，因为这个觉得就是我觉得是不是？你觉得？那这个东西就有分两种，一种是不能只有我做，跟这个不错，大家都来试试看。我知道第一个就是不能只有我遇到，对不对？不能只有我遇到，真的。
这两个东西其实合起来的话，其实如果以最近的趋势来说，还蛮我这个回答可能会有点无聊，这我第一个想到的，但是真的是很最近的趋势，就是狮子哥。对，他这个游戏完美同时符合了这两种情绪，就是这个东西都很好玩，大家来玩，跟这个不能只有我玩到，它同时符合了这两个东西。因为它真的很好玩，可是它真的好难。请问你会送游戏给 VTuber 朋友吗？应该是不会啦。对我以我最近的那个财务上面的规划的话，我可能没有这么有余裕可以做这件事情。对，还以为是出于体贴呢。没有啦，我其实我真的如果要送人家游戏的话，我会很认真的跟他说，你要先，因为他这个狮子哥是空洞骑士的算是续作，所以如果我要推的话，我一定会跟他说，那你一定要先去玩1代，再来玩2代，你不要直接玩，你直接玩你一定会被劝退，你就没办法体验到这个游戏好玩的地方。哦，是真的，是真的。对，因为二代的那个游戏的前面的那个成长曲线真的跟狗屎一样。不过我记得之前在访问你的时候有问到，就是你其实蛮喜欢玩难度比较高的游戏，对不对？对啊，所以我玩的蛮开心的。哦，看得出来。对，但这个东西不影响，就是他真的很刁难玩家这点。懂。我已经被劝退了，我有玩。啊，你已经被劝退了吗？暂时玩不下去了。你是从1代开始玩，还是你直接玩第2代？我1代只有玩一半我玩到一半就没有继续了。但是2代就想说蹭一下热度，所以有玩。哦，原来是这样子。我觉得啦，如果只是蹭一下热度的话，那就蹭一下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真的有想要继续体验它的话，我会蛮推荐你去可能把1代玩到后面，或是把它玩完。对，因为1代真的相对来说友善很多，然后又会让你。怎么讲？他的故事其实是有一定程度上的衔接在一起啊。对，这个我就是直接去先偷查。对，你有先偷查是不是？对，所以对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狮子哥哈，就是推荐大家都可以去玩，但是要先玩过1代。好，真心推荐，是真心的，我听得出来，是真心的推荐。好，我是要想给下一个人的问题。没错。我想一下，我其实很不擅长想这个乱问哦。乱问哦。反正来，通常来的都一定是 VTuber 嘛，对不对？基本上对。好，那我问一个比较敏感的好了。就是可能也没有到真的很敏感，就是你上一个委托的价格是多少？哦，好，如果对，不用问他委了什么，就是问价格啊，他拒答也没关系，就对。OK， 好，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我就会拒答，我不想讲。对，他下一个人拒答也没关系。好 ，OK， 哇，这个问题很有趣，我觉得这个很有趣，我甚至会偷去当那个以后街访的题目。真的吗？我觉得这不错啊。可以啊，那有什么问题？拒答就不要剪进来可能就有。对，这个很身份限定啊。对，这个有趣。也太感谢了，捡到一个街访题目，好赚。不会，也祝你街访后面越做越顺利啊，越做越大。谢谢，感谢。好，那就先不打扰啦。好，不会，谢谢你邀请我来。谢谢，拜拜，拜拜。哇！感谢子仓的降落，天哪，这是跟我感情最好，会送我游戏玩，然后玩之后被吓死，还会给我收经费的子仓收经费是那个收金的费用，叫做收经费。谢谢子仓，对，子仓直播辛苦了，感谢你来。才来就拜拜，不是，我是跟来宾说拜拜，不是跟观众说拜拜。猫猫可爱，不要紧张。嗨，猫猫可爱晚安，欢迎你来。还有子仓晚安，欢迎你来，感谢你们来看。刚刚讲到哪呢？我漏掉谁还没打招呼的吗？
刚才在说不知道子昌有没有朋友？有啦有啦，子昌是我的朋友啦。哇，子昌刚下播，我如果就这样子问他要不要接电话，是不是有点太虐待了？那该虐待一下。好，希望他有空接我的电话。对，哇，刚跟那个好冷，刚跟冷哥聊到的时候有提到，就是那个提到什么？完蛋了，突然忘记自己要讲什么了。那没关系，我先打给子昌。紧个靠电话，喂，疾风暗慢环境你来。为什么你这么想要看我打给他？什么意思？子昌，好，水卡。朱聪啊，莫西，安你好，暗，那应该要是朋友啦，吼，嘿啦，是朋友啦，哦，咱是朋友啦，嘿。啊，毋过你这拢无找我来访过呢。对啊，我其实好，我认真讲一下，就是我咧想讲，因为进前拢是想讲，因为这个画面的关系，所以我基本上拢是找有 Live 2D 的为主。安尼人无 Live 2D， 哦，人其实有 Live 2D 啦，毋过迄是旧的，哦，所以讲我要创一个新的，毋过毋知当时啊。啊，迄应该足贵的呢。袂啦。哦。安怎是我想歹就对啊。无啦，不过其实我最近真正有咧想，是不是应该无需要有遮济无必要的迄个限制，所以我有咧暗算应该后摆爱找就是算 V-Ray 的对无？敢是？哦，这其實是用 VC Face 啦，不過其實咱若要聯動真方便啊，就用迄 Ninja 就會使啊。哦，OK，安尼後擺一定甲你吹啦，甲你招啦。其實無要緊啦，這你嘛有機會。我叫是你嘛無稀罕咧。無，那會無稀罕哦，少稀罕呢。少稀罕哦，少稀罕呢。無朋友啦。無必要的朋友，什麼莫要講？過分啊！有夠過分呢。有人講你好嘢人呢，敢有影？哪有？做 VTuber， 我就散起來。做 VTuber 的準講原底是好嘢人，嘛做甲散啦。這真是嘞，喂！哦，你做有經驗的是啊？錢愈少，啊薪水嘛一直減去，唔知是安怎？唔知是安怎？開台開愈濟，錢煞愈來愈少。哦，啊，你當咧有錢哦？敢有影？無咯，哪有當咧有錢？無咯，無。你的當啊，愈做錢愈少。哦，嘿，唔知講啥。對，因為我那像嘛是較，因為通常咱兩個人交流，那像攏是拍字較濟。係啊，唔捌安尼直接講過呢。應該是無哦，應該是無吼，真正無。完全無，真正無。因為有時會看你的台，所以對你的聲音是有熟悉。哦，毋過那就真正無直接講話，有影。嘿。哦。好，頭拄仔的接電話的人想要問你的問題是，你頂一回委託的介紹是偌濟？頂一回委託，哦，這真麻煩，因為阮是公司的，所以講是阮家己做的物件，基本上無咧委託的。哦，全攏是靠家己。基本上，嘿，無毋對。哇！啊，這拜託誒，這阮本來就足濟即種美術的人，啊，佫開遮濟錢啊，哪有可能佫委託別人？啊，所以講算薪水好啊，哦，薪水一個人至少嘛愛4萬塊安尼，算4萬好啊。我你介紹足懸的呢。
无咯，你薪水4万是算少的，尤其是因为即马是拢无趁钱，所以讲，唉，无奖金嘛。哦，所以恁公司是做身体健康的。嘿啊，做身体健康的啊，就嗨啊，头家一直甲我定啊。哦，啊，了钱是了头家的。算是啦，了公司的啦，有股东安尼啦。哦，定懵定啊，袂要紧。无啦，我别讲，爱说最贵。哦。我真正互定到就惨的，好无？所以你开台是你公司爱你做的工课其中一项哦。无喏，这公司已经讲啊，你这若台开伤济，根本就袂趁钱，安尼就爱加做一寡工课安尼。哈。啊，毋过我开台是当消迄工作的时数安尼。哦，所以你开愈济，你就算是上班的迄个时数就已经算愈济去啊。是，毋过我毋敢全部算落，因为头家真正。安尼都免做代志啊！头家真正会生气。哦，哇！啊，毋过你即摆接我的电话是无算工课时数的。啊，这无差，你朋友讲话哪有咧算钱的？对啦对啦，真正是朋友，真正是朋友，请大家相信。嘿嘿嘿，请大家相信。愈讲愈无成。头一摆讲话的朋友安尼，哎，对对对。安怎想安尼？大家，虽然有个人拢话讲要甲咱斗 CP， 啊，毋过还无看到图呢。无啦，哪有人要斗阮的 CP 无？咱的 CP 水啊！鸟咪古水，迄是要斗你甲伊你的，甲我啥物地带？我头边啊，你看的。去斗几哪做的呢？啥？那有几哪做？有啊，伊嘛有斗我甲伊利啊，嘛有斗我甲史洛姆啊，嘛有斗我甲你啊，拢有啦。那有？你看伊水拍字，我无有拍。开讲是啥？鸟咪狗煮伙是啥意思？就是讲你是叫做煮伙，就是讲你是讲我是收啦，所以你放头前。哦，安尼吼，安尼，唔知，我唔知，我唔敢讲。唔敢讲哦，我嘛莫黑白讲好啊。耶，啊，真正头一摆讲话呢，真正奇怪，他会讲明明甲你嘛无算工作青分，他会拢无机会讲话。哎呀，感觉熟悉足久啊，对，至少嘛有2年啊，嘿，算有交流真久。系啊，唔知呢，应该爱加找你来我的节目。你若去别人兜，就是做来宾，安尼敢袂当算你做工课的时数？唔知呢，应该是会当算啊，不过其实无重要啊。就算我是算时数的，我嘛是爱做工课，因为有一寡代志，唔是我来做，一定袂使，所以讲我一定爱做代志。就算时数少了，我嘛是爱做。人讲迄责任制就对。嘿，责任制，真正是责任制。不过爱拍卡啦，吼。爱拍卡，叫做啥？顿卡。台湾话安怎讲啊？我哪像听人讲顿卡？顿卡。嘿。我感觉有另外一个词。无要紧，不要紧，有机会请迄个观众朋友来指教嘛，袂歹。好，好啊！想要问讲吼，就是你有啥物问题，想要爱我问后一位接电话的人诶？后一位接电话的人问啥吼？我嘛毋知影是啥。我想一下哦，你嘛毋知影是啥？我问一个较简单的。我无想要挑战其他人，因为问一个委托我都毋知安怎回答。安尼中秋敢要烘肉？
哦，OK 敢有 OK，伤简单？袂要紧，简单好啊，大家拢通回答，袂歹啊。好，安尼好，啊你敢有搁要耍啥物恐怖的 game 有无？啊，都鸟咪有送一个 I'm Not Human 哟。哦，毋是人就对啊。迄感觉真正足恐怖的呢。大家迄个真正足恐怖的看起来拢足恐怖。所以讲，我想讲，我应该是爱送一份互你啦。啊，你嘛会使送互鸟咪古水，因为伊嘛要出的啊。毋过鸟鼻古水毋知影当时啊，哦，伊之前甲我讲9月结束爱出道，啊，伊结果讲无。无讲倒一年啊。啊，安尼吼，咱来安尼今年啊，今年9月要过啊。我哦，伊即马想要变做狗啊啦，伊即马。哦哎，实在。好啦，搁送其他游戏互你啦。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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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的当然嘛好。你会收吼，会啊，你会算吼。会啦。啊 ，Kevin Factory 敢搁要算？我无确定，我即马为迄个感觉足恐怖，变做感觉足气咯，因为我毋知影是安怎。嘿啊，有一寡对啊，我看无。我其实有去偷看啦，是迄咖啡杯的叮当。哈，伤过幼咯啊啦！嘿啊，足幼咯诶！我毋知影因到底是安怎咧设计的。迄甲咱设计啦。什么你会受啥物意思？声调要听清楚呢。上车，哎哟，我无介意上车，恁一直甲我叫上车，啊，佮甲我叫小朋友你无欢喜哦？无欢喜，无欢喜。啊，人拢想要互看起来较少年的啊。就是少年人会感觉讲爱看起来较老，啊，较老的才会感觉讲爱家己爱看起来较少年的。对啊，所以讲我因为我就少年的，所以讲我无想要互认为我就少年的啊，就是安尼啊。对，通常若叫人小朋友会无欢喜的，拢真正是小朋友。嘿，吼，好啦，今日无要互人上车，你毋免烦恼。好，真好。头一摆甲你讲话算是有成功啦。有成功，真趣味。好。安尼咱就后摆才来讲。拜拜 ，goodbye，感恩。好没有啦。有互相，就是我知道子昌会看我的台，然后我也会看子昌的台。虽然我在他的台几乎不会讲话，但是我们真的是第一次语音通话，好害羞哦！有成功不是这两字，啥物？有成功，无成。喂，我没有想到话题会偏到这里然后艾尔拉普拉斯晚安，欢迎你来，大家酒喝茶晚安，欢迎你来，什么？除了百人展之外，还是第一次什么？好的，谢谢。不是这个五仙宫也太好笑了吧？靠腰啊，这个怎样耳派？真的，谁教的？你们怎么把阿健变成这样的？把我的阿健还给我！好，我也觉得子昌很棒，真的，有机会一定要多。虽然我有做很多台语相关的联动，但是一直没有机会跟子昌同台，怎么会这样？好，那我们来打给下一位朋友。
，Hello。哦，这是你平常的声音吗？是。哦，你好，我们也是第一次通话哎。哦耶！第一次通话，你好，出现了，那个，你好，这蒙城大大打电话给我，真的是不好意思。哇，这也太会那个礼貌了吧？像这样吗？是可以不用这样啦。好，那个久仰，这是我的台词。对，这个也是，就是其实我也是有。我刚刚有稍微跟观众朋友们提到了，就是我自己一直在想，我之前的街访都是找有 Live 2D 的皮的 VTuber 为主，但其实发现就是好像不需要做这个不必要的限制，对，所以我其实也是一直想要找你，但是一直没有踏出那一步。来呀，等你来呀！太好了，现在开始没有了，现在开始就有点太现在开始吗？对，哇，久仰，天哪！ Hello， 我们哇，我好像平常其实就是虽然偶尔会有交流，但是好像也蛮少，没有很常跟你聊天呢，就是包含文字。对耶，真的。对呀，那请问你对我的印象是什么呢？好尴尬问题，好好笑。我对你的印象是，你怎么就这样变成人形了？变回去？你想要我变回去哦？谢谢，原来你喜欢箱子形态，你喜欢原原本本的我，太好了。看到那个动物 V 图，我变成人形，我都是变回去的那一派。啊，宝箱怪算动物吗？好啦，好像算啦，好像算吗？好像算，非人形好不好？非人形，换个说法。好，我觉得这样说就没什么问题。这样说比较不容易被延上。对，应该是。恋香癖是怎样？不是伊藤绿茶应该没什么资格这样说吧？就是我记得我还是箱子的时候，他就说想要把我头上的蜡烛拔起来，然后拿来滴蜡还是什么的。好怪哦，很怪耶，好恐怖。会动的物品就是动物吗？好，有道理。哇，我对你的印象，我比较有跟你交流到的事情，好像就是我注意到你也算是对台语相对比较有在关心的朋友，对不对？生活中充满着台语，可以这样说吗？那你平常会讲吗？最近比较少。还是难得来用台语讲一好啊，不过我小可惊惊呢。啥都无讲啊！哎呦，不要紧啦，听起来就算是练凳的啊。哎呦，无练凳啦。谦虚呢。安尼先问，迄个头拄啊接电话的人想要问你的问题。好，来。伊想要问你中秋敢有要行吧？无。无，中秋敢有要行吧？我想者哦，中秋我要创啥？中秋今年中秋我应该甲静静共款的，互阮兜叫等于迄个斗搬会啊。哦，阮兜卖迄个烟火的，对中秋上无闲啊，原来是通行吧？哇，安尼有影。就无闲诶。哦，恁敢会？无闲无工。对，一直拢无行，还是恁会补行补过？拢袂呢，阮兜遐老伙仔无体力，嘛无兴趣。接见老伙啊！迄拢老伙啊，上少年50几岁，全部拢老伙啊，无毋对。应该是好啦，会使啦。因会使就会使，系啊！哦，哇，其实阮兜以前嘛拢无咧行吧？哦吼，拢无即个习惯就对啦。是哦，嘿啊，嘛无咧放烟火，所以拢无咧甲恁兜交关咧。是哦，歹势。无要紧。嘿。
烟火对空气无好。有影有影。奇怪，太雄雄想到一句歌词，啥物烟火较放嘛，比袂过黑暗。奇怪，对一条。这我唔知。好美秀集团的生活未晓过好，完全无重要，无人想要知。我唔知，我真正唔知。嘿，好听好听，有机会通好听。耶！哇，好，有机会一定爱来找你来，不管是找你来，迄个或者毋是加问的，加头访问嘿。对，加减问者，加减问，水对，加减问者啊，我就是逐摆若是有拄着，就是会使讲台语的 VTuber 片，我拢会足欢喜的，一定爱找你来联动，一定爱。耶，好，水，耶，随时欢迎啊！请问你？就是我小等搁会卡互别人，你敢有想要爱我问后一个人的问题？后一个你拍算卡好像？其实我有咧，先知影。我有偷偷咧想啊，我可能会卡互英语系 VTuber。想讲来一个较刺激的，拄啊好有人讲会使。我想一下哦，安尼，你问伊讲台语有几种腔口？台语哦，甲伊考哦，想讲要卡互迄个讲英语的。互因摇者嘛好啊！你讲腔口，其实我嘛毋知影腔口爱算是有偌济种呢，我无确定。好。无问有几种声调呢？问客话好啊。客话哦。莫问台语的，因为台语嘛毋是大家拢真确定到底是几种。好，所以客话答案算应该是4种吧？4种还是5种？我找到是5种。应该是5种。可能较新的有甲那个其中几种分开安尼，应该是。应该是。因为我进前看是写4种啊。OK， 安尼我就以5种为主。好，耶，好，耶，OK， 安尼，等到后摆才来讲咯。干嘛呢？因为是你有啥物想要问我的问题？其实无呢。对，因为我最近，因为通常迄个拢是我问别人较济，所以我最近都想要问人，敢有想要问我的问题。毋知影是安怎？最近就爱安尼。你平常时你的频道拢咧创啥？你最近是毋是有出 cover 啊？有，我唔对。你要探中文讲这一段。好，你要不要趁机宣传一下？趁机宣传时间，大家早安，这里是西语，这个自称一名翻唱歌手，平常在 YouTube 会发翻唱影片，然后会在那个图奇如果有空的话会开台。平常可以除了在 YT 跟图奇找得到我之外，也可以在 Twitter。可以在 Discord 上面都能找得到我。嘿，没错，好，耶，请务必去听最新的 cover。好，那祝你中秋快乐。不对，你说你要去放吗？有什么曲子看？这样好怪哦。
回去搬货这样。好，祝你搬货顺利。搬货是这样有比较好吗？有没有什么中秋相关的曲子？快想一个。曲子哦，啊，对呀、最近不是有那个轻歌踏月吗？感觉对啊，对啊，应该蛮多人会投稿的。你敢有参加？其实有啦，啊，毋过是有人找我最近来创的，啊，伊还未公布，所以我还无公布。啊，迄个人若是时想要间要搞完公布，呢？哈，时间要搞完呢？好像快了吼。对，因为就是找我一起的人还没宣布这件事情，所以就是我先保密，我先保密。但如果他想宣布，他可以现在就立刻在聊天室讲，没关系。是，那个是谁找你的啊？是我认识的人吗？我想你应该知道他，他应该知道你。好，好，没错。私下讲，私下讲，没关系，过几天就会看到了，不用紧张。没错。好对，那到时候就换我大肆宣传 cover 了。没错。耶，还对啦，就是伊犁啦，他这样讲，这样已经很明显了。耶，哎呀，就是伊犁哦，哎呦，好的。没错，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没错，非常有趣，非常好翻唱。非常好翻唱，对大家可以过一阵子，大概2-3天吧，大概就会出现了。应该是会放在，既然是伊犁主揪，应该是会放在伊犁的频道吧？那就是大家可以到伊犁的频道稍微看一下。哇，太会帮忙宣传了，谢谢。耶，阿巴，这应该还行吧？可以吗？给过吗？可以啊，很赞啊。好耶，谢谢。好，以后真的是一定要多交流，太期待了。真的要。要。好好笑，我们好尴尬。我觉得还行啦，我觉得还蛮气氛算蛮怎么说呢？自然的那个有投缘，对，有投缘，我觉得有。希望你也觉得有。有啊，当然有啊。为什么要停顿那么久？谢谢，好尴尬。这个空白，谢谢，很会做效果。怎么会没有呢？这样太好了，超好笑。哎呀，好，感谢。那我要去相信你的时间是快要到了，没有错吧？对，我准备打给英语系的朋友了。好的，我现在好紧张哦。好，耶 ，OK 啦，还是这个，请那个梁小姐给你一点勇气。谢谢。好久没听她的歌哦。对，没事，可以硬着头皮先踏出那一步就可以了。至少我一直都是这样做。没错，我所有事都是这样做的。只要突破那个开始的那个难关，剩下就只需要坚持了。没错，就也来不及了。没错。好，那我要打给下一位啦。最后就容我快速的这个带来一小段东西，可以吗？可以的吗？可以啊。好啊。这是陶笛吗？这是直笛哦，这是直笛哇！能把直笛吹这么稳定的人，感觉蛮少见的，好厉害！很少见吗？居然是少见吗？我觉得不是一个普遍的技能，好像不是。对啊，我觉得不是好，哇，很酷！好，那开心。这个有机会可以多表演有，最近比较多。好，好，不打扰你，快去打给下一位吧，再见。好，那我马上硬着头皮打出去啦！耶！Hello. Oh, I think it's been how long since we talked last time? I can't remember. Like 3 months. Yeah, 3 months, I think. Oh, it's longer than I thought.
I'm. Hey, did I? Yeah. I'm. Hey, did I mute you? Hi, sorry. So someone went in my room and I had to talk to them real quick. Sorry. I thought I accidentally It's muted okay. you. It's okay. Sorry. No problem. Oh, yay. Yeah, I'm just doing quite random call outs. Yes. Yeah. Ah. Honestly, I was surprised by your DM, but I was kind of down. So yeah. Yeah, sorry. I thought that's. I think it's a bit too random. Like if I get this DM, I'll be confused. Yes. Yeah, I was really confused, but I thought about it and I was like, hell yes. Yeah. Sorry for being like this random. Oh. No problem. Yeah. Oh, my viewers want to say good evening to you. Yeah. Yes. Good evening, viewe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or probably just maybe everyone's just in one country. Yeah. Actually, on Earth. Good evening, everyone on Earth. Okay. Wow. Actually, it's because I have been doing the street interview. Yeah, and you are a part of it. Yes, and actually this stream is for like celebrating I have finished interviewing 100 people. Yay, congratulations. Yay, thank you. Thank you. It's my honor. I'm glad to be been a part of the journey. Yeah, thank you. It's my honor. Happy. I would like to ask, do you still like remember any of the questions I have asked? Is there like one question that you have the most? How do I put this in English? Like, do you remember any? Oh, the one in particular, the one that stood out most to me is the weirdest food you ever ate. Yeah. Yeah. I still stand by my answer. Yeah, I know you really enjoy the. Is it balut? Balot. A balut? Oh, sorry, Yeah, it's okay. Yeah, it's because my viewers mostly speak Mandarin, so maybe I'll have to explain in Mandarin for a sec. 对，大家好。对，那个我平常不是讲英语的啦，但是因为那个我今天就是在 call out 给有参加过街访或是没有参加过的朋友们。对，然后我街访过英语系 VTuber， 所以我现在在用英语跟他聊天。对 ，OK，Sorry for the interruption. Yeah, it's okay. It's okay. Oh, okay. How are how do I put this in? Oh, my English! I can't remember my English. It's okay. Take your time. Oh my god. Yeah. How was your day? It was good. I just spent a lot of time on Cookie Clicker. I'm like 50 now. Pardon? The name of the game is Cookie Clicker. You literally click a cookie. Is it a mobile game? It's like a website thing, and you just like click cookies, and yeah, it's like a simulator kind of thing. Okay. Do you recommend this game? If you have time to waste, yes, you have time to waste. Okay. Oh, okay. Okay. And actually, I have a part that is I make the ones who got my call to come up with a question to. Wow, this is confusing. To come up with a question to ask the next one who picked up my call. So the question is. In Taiwan, some people speak Hakka. It's a language. And can you guess how many dialects does this language have?
I'm not good with my biography or whatever. This is I would guess like 150 or something. oh, it's actually 5. I was guessing. Dude, in the Philippines, there's let me look up something. Okay. Oh, while look at something, I can explain to my viewers. Yes， 对，那个 Audrey 是菲律宾的朋友，所以对他现在要告诉我们一些关于菲律宾的语言的小知识。So like in the Philippines, our dialects are about like 120 to like even more. Like so far 120 to 187 in the Philippines. So like I kind of guessed around that range because I was used to like hearing that. Wow, but so is it like would it be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others sometimes? In the different dialects, I guess there are some like similarities between dialects between Tagalog, Filipino, Ilocano, and Visayan. Like you can make out like little glimpses of it, but overall, it is a little difficult. Yeah. Wow. So, but is it like I suppose it's a regional thing? Is it like you probably speak the same dialect with people around you? People usually adjust their dialect. So like if I meet someone from the Visayas and I speak to them in Filipino, then they'll adjust their dialect from Visayan to Filipino, so we can communicate properly. Whoa, that's cool. Wow. Because in Taiwan we don't speak Taiwanese, we speak Mandarin, so there's no such problem. Because we have been, it's a political thing, yes. Yeah. Yeah, the Filipino is just like the national language, so like, yeah. Oh, so you have to learn the national. Yeah, it's a language. required thing. In school. Yeah, it's a required language in school, and also English because of like the whole colonization stuff. Yeah. Yes, we have to learn Mandarin in school. We also have Taiwanese courses in school, but it's like 1 hour each week. Damn. Mine for like my Filipino classes, it's usually like 2 hours a week. Oh, that's also not much. Yeah. But what do you do in the 2 hour? We usually learn about where our dialect came from and our like history and stuff, which we've learned over from elementary to middle school to high school. Wow. So I love hearing all over about it. I love hearing about it every single time. Wow. So you learn the history of your own language. Yeah, like over and over. Wow. That's cool. Because in Taiwan, our Taiwanese courses are like teachers are not even teaching it. So yes. Yeah. Yeah. Oh, interesting. Oh, okay. Yay. Yay. Yeah. Wow. It's really nice to talk to you again, because I didn't expect you to agree to pick up my call. Yeah. Yeah. We're in the same time zone, so it was convenient. Convenient. Yeah, that's lucky for me. Yes. I'm used to like VTubers just like texting me at like 3 a.m. and I just wake up late. Yeah. Yeah, I think a lot of VTubers sleep late, so yeah. Including like a lot of VTubers are lik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world, so like my 12 a.m. for me is like 12 p.m. for them. Wow, I think that's quite
inconvenient if you have to like collab or something like that. Yeah, it's very inconvenient. Also, so have you collabed with other VTubers like at the other side of the earth? I've tried to, but the usual time scheduled ended up being like 7 a.m. or like even earlier than that. Oh, there's no way. Okay, I see. Even if I forced myself to get up, I wouldn't have had any energy, and I didn't want that for our collab. Yeah. Oh, okay. Okay, from now I'm going to ask really random questions. Do you drink coffee? I've been trying to get off coffee for a bit since it's like it makes me a bit acidic. I have a very sensitive stomach. Ah, I also have the same problem, but I decided to not care about my stomach. Yeah, that's fair. I have like an allergy to soy, but I end up like using soy sauce in my food anyways.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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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for picking up my call. Sorry for making this awkward. Yeah. It's okay. It's okay. Yeah. Okay. Is there any question you want to ask me? Could be random. Could be anything. You? Could be impolite. It's up to you. Impolite. Yeah, it's fine. It's fine. I grant you the permission. Okay, this might be a little specific. Okay. But like, what was your worst like viewer experience? Like a worst chatter? A worst viewer experience? Like someone who watches you and like they chat in your chat and they were like the worst like viewer you've ever had. Oh, wow. Audrey 要问我最不喜欢的观众是哪一种了？好诶，okay, I'm gonna think about this. It's a tough one. It's a tough one. Yeah. I think it's actually. I think I have been quite lucky, so I didn't really encountered any viewers that really cause problems. So yeah, I allow them to chat with each others if they want to. So I think it's fine. Yeah, you got lucky. A lot of VTubers still get very lucky. Yeah, and I know maybe a different question. Oh, you want to come up with a different question? Yes, of course. Yes. Out of curiosity, why is your profile picture mint chocolate chip? Okay. Well, they can't see this, so I have to explain to them. 大家好. Oh, and also, I've got a rate, so I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one who rated me. So, yeah. 谢谢降落，谢谢梅川沙织，还有刚刚涉西恩的降落。我平常没有讲那么多英语，但是因为我今天 call out 给英语系 VTuber， 所以我现在正在讲英语。对，那个 ，yes， 然后 ，sorry，what was the yes， 那个我的 DC 的大头贴其实是一个薄荷巧克力，然后 Audrey 想要问我为什么是薄荷巧克力。Okay，I'm going to answer the question because I look like mint chocolate. You can see my. Yeah, I could definitely see that. Yeah. Yes, because the color of my hair and my horns. Yeah. Yes, that's actually perfect. Yep, that's it. Maybe one more question, just to make it even or odd. Yes, please. What's this? Is there like a story behind your design? Okay. It's I was a mimic actually. I was a mimic in the dungeons. Like you can see it's a kind of monster. It looks like chests, look like treasure chests in the RPGs. I don't know if you know this kind of monster. Yes. Yeah, I know that. Yeah, and I decided to shapeshift into a more handsome look so I can gain more views. Yes.
You're Yes， so smart. 没错。对，我本来是宝箱怪，如果有新观众不知道的话，我本来是宝箱怪，然后我变成人形，就是因为我想要顶着这张帅脸获得更多的流量。谢谢。Yes，thank you for the questions. Yeah, it's more random than I thought, and I enjoyed that. Yeah, I mean it. You're welcome. Yeah, thank you. Wow. Okay, I really hope we have another chance to like do a more collabs if you want to, but my I'd love viewers are mainly speaking Mandarin, so I have to figure out. Maybe I have to I have to make a different channel, I guess. Yeah. Okay. Yeah, maybe it'll take a while. Yeah, but yes, thank you for picking up my phone call.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picking me to receive a call. It's my honor. Yeah, I mean it. Yay. Okay, so Yay. have a nice day. Good night. Yes. All right. Good night. Thank you. Good night. Thank you. Good night. 耶，谢谢，好尴尬。大家好 ，English Channel， 我还在想啦，会不会开英语频道？这个因为实在是要多花力气在经营一个新的频道，是有一点困难，所以好像没办法。我来跟刚刚没打到招呼的人打一下招呼。大家好，岳春怀，你好，晚安，欢迎你来。勇敢猫猫不怕困难 ，Oreo Sun， 晚安，欢迎你来。降肉初见安，感谢。还有那个瑟西恩，晚安，欢迎你来，感谢降落，谢谢你带观众来看我。然后还有没穿纱子，晚安，欢迎你来，感谢降落，感谢你来开台辛苦了，瑟西恩跟没穿纱子，你们开台辛苦了，谢谢你们带观众来看我。还有欧拉夫老师，晚安，还有 Po 院是这样吗？我念对你的名字吗？如果我念错的话，可以跟我说。对。后院晚安，我们可以讲中文了，不用紧张。最喜欢这种尴尬感吗？真的吗？谢谢，是真的没有很熟啦，因为我们也就那时候只有跟他就是街访的时候有聊到天，然后后来我们也一直没有什么机会多聊天，所以对他应该真的有被我吓到，因为我就是突然传一个讯息问他说可不可以接电话，他就说可以。对，所以就应该有吓到人家，应该有。Just Po OK， 就叫你 Po 就好吗？好的。等一下，这个字我很怕念错，我知道它念起来一定不是有边读边，所以请等我一下。俊，你好，晚安，欢迎你来。起来重睡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谁要起来重睡？有人已经睡了吗？是有那个降落的主播想要接我电话是吗？那我就要问问看咯。好哦，感谢今天好多那个降落的朋友，现在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好了，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是谁？对，那个我是火蛇，对，而且会记列榜楼和出兵，然后我平常就是会开一些议题杂谈，然后除此之外，我有做一个银白，我是不是没跟你打到招呼？天哪，银白晚安。对 ，sorry， 没跟你打到招呼。然后那个，对我平常就是我做一个街访系列，一直有在做。然后今天是庆祝我街访那个访问了100个人，所以叫100人展，所以有这个直播。然后我今天就会 call out 给曾经有访问过的 VTuber， 或者是没有访问过的，我还是照打。对，就是这样。对，好，那好啊，再来 call 啊，来。我们今天至少call到10点半吧，对，因为事情是这样子的啦。我11点的时候还有一件事情要做，没错，11点我又要去录影，我要去跟人家街访了，对，所以我是没有办法到11点，对，但我应该可以开到10点半，所以我们就趁这个最后的15分钟努力打一下电话。好，我快一点，我们来赶进度。耶 ，Hello， 猫。早安，你好。早安，开台辛苦了。我们刚刚是转机，我觉得这还蛮值得讲一下的。转机是在我起飞之前，就是那个小怀先降落在我这边，然后我们立刻就起飞。所以我继承了2人份。
对啊，哇你继承了2人份呢，好赚哦！我又蹭到了，谢谢。极限刺激转机时间。哇，我前几天也才坠机，真的是有点难抓啊。对，有点难，真的有点难。坠机的几率抢在别人高。对啊，抢在别人转机之前先降过去，这件事情好吃技术。这是技术可以解决的吗？我以为是只能讲求一个快很准啊。哦，就赶快按下去。对，立刻收波，立刻调过去这样。哦，原来如此。好，我下次再努力。但我也蛮容易坠机的。没错，赚烂了。好喂。对，我超赚欸，我超赚，我拿到2人份，然后加上没传沙之也有降落，拿到好多份降落。我今天超多降落的欸。肯定是因为百人斩很吸引人吧？你是说因为百人斩这个标题很耸动吗？有吗？它有耸动吗？我没有啊，就是感觉它是一个蛮难得的那种标杆呐，对啊，就是有一种走到了一个里程碑的感觉。我说耸动的部分，就是因为那个我的观众性质的关系，我觉得他们会曲解这个百人斩，所以蛮耸动。好吧，我觉得对，我觉得是他们的问题。没错，肯定是他们的问题。陈月晚安。什么叫他就是色色的啊？他是指谁？我吗？是我的问题吗？我觉得应该是我吧。怎么可能？至少我认识的毛毛老师是没有老师这种事情。可以吧？我觉得那个色色的部分已经写在名字上了，没什么问题了。好吧。你知道我曾经想过要开一个那个有多色的测验，这样，然后让大家来卡户一下，然后里面全部写色彩学知识。好赞哦，感觉超好玩的，测你有多色。好赞哦！这个标题先把人家骗进来。色色指数有多高？好哎，然后那天就是分数最多就是最色的。没错，我们颁给你一个色色之王的那个非常好色。没错，跟那个非常好色，没错，跟那个去参加什么那个之前助教办那个叫什么啊？反正助教不是3不5时会办那个什么创作什么 V 杯，不是，是游戏的，玩游戏的，对。这只有格斗。然后他就会颁一个很可爱的虚拟奖杯，这样很棒，我喜欢那个东西。有人在问什么是非常好色了，去问爸爸妈妈。对，我的观众也在装年轻。不会啊，我们这边也很多啊。我们刚刚，对啊，我们刚刚还在讲那个收音机的那种广播电台。那是有一点年代耶。对。对，好，你不抵抗一下吗？没有啊，我们就在讨论说，有听过广播电台的人都听哪些节目啊？你知道是有那个年代的人才有办法聊的话题。其实，然后就会有人被迫听什么 ICRT 之类的。ICRT 感觉好经典哦。练英文之类的，不知道真的有用吗？我不知道我会听 ICRT 是因为之前有机会常常出现在英语补习班的时候，就会听到他们喜欢放，可能放了就会觉得很有英语气氛。我不知道有没有真的在听，我想应该是没有。我也是听他们说就是家长想要他们一个英文好，所以强迫。对啊，实际上有没有效那是另一回事。对，我也很好奇有没有效所以我刚刚就在广大询问小时候有被迫听 ICRT 的人。我好像没有被迫啦，但是我也没有在听。对，哇，怎么这样？没关系，你英文很好，我们刚刚已经见证过了。谢谢，是大家不嫌弃，是那个接电话的人不嫌弃。可以，没问题的。好笑，对，谢谢。
那我想问那个毛毛老师，就是在好了，不要叫老师，就是那个为什么一定要老师啊？好奇怪哦。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就是有人不喜欢被叫老师的时候，我就硬要叫，没有啦。笑死。对，就是。所以你想问什么啊？我想问的是，那时候在街访的时候，你有没有印象最深刻被我问过的题目啊？桃跟雌有什么差别？对，这个还没剪出来。我说我爆雷了吗？不会啊，我蛮欢迎爆雷的，就是可以给大家一个期待感之类的。哦，很棒哎！好，你们可以慢慢期待了。没错，就是可以慢慢期待答案，就是桃跟雌到底有什么差别呢？以后就会剪出来让大家知道了。想要补充知识点呐、想要被知识用奇怪的姿势滑进脑子吗？不是吧？我记得你那时候跟我说的时候，整句是什么？知识用奇怪的姿势在脑袋里滋事，是这样子吗？我们会用奇怪的姿势把奇怪的知识放进你的脑子里面滋事。好，没错。我还记得你那时候回答的时候，你是说，不是应该去问礼物吗？没错，就是这样。这题不是应该是礼物的。没错，我有去印我有去印礼物的捐印。哇，好酷哦！快乐，好玩的。我看到有蛮多人都有蛮多人有分享自己的作品，你就会觉得我没有这方面的才能，但是我觉得就是 VTuber 可以这样子把观众用这种方式串联在一起，我觉得是很好玩的一件事。对啊，我也会想要多做这种类型的东西。有机会我也很想，但我跟公益的距离就远一点了，就是真的要有点机会。没关系，我们可以靠礼物直接蹭他的。好啊。就是之前不是礼物一直说有想要揪团吗？揪团去做一些公益相关的内容，然后就觉得好揪团走起这样。因为我之前已经做过，我之前有做过木工啊、金工啊，就是一些阿萨布鲁的东西。然后最近有想要去烧烧看琉璃珠，好酷。对，你刚刚说的大部分我都没摸过。我还有烧过珐琅，珐琅也蛮好玩。珐琅很好看。就其实有点像是把一些彩色的玻璃粉烧在金属上面。那个温度是容得了一些这种有颜色的玻璃，但容不了那种金属的部分，所以它就可以把它有点像是融上去之后，还会附着在这个金属上，然后你就等于烤了一个漆给它的感觉。感觉好漂亮，还是一种装饰的方式。对，烧起来很漂亮。但你在铺那个玻璃粉的过程，需要蛮细心的，不然你要动到它就会跑掉。这感觉是已经跟我没关系了，我是一个没耐心的人。那说不定你也可以去画那种像英格他们就有那种陶瓷彩绘的。然后那个陶瓷彩绘现在有一种是他们出了一种釉料，像蜡笔一样，就你也不用沾水或干嘛，你就是像在画色铅笔一样，你就拿那个蜡笔在陶瓷的那个胚上面涂一涂、抹一抹，然后进去烧就会有那个釉料的颜色在上面。这感觉我可以哦，对，而且那个蜡笔就是很大一支，所以一定很好画，就是不用很细致的操作，随便画都行，这样觉得很方便。好赞！我觉得这个体验感蛮赞的，就是连小朋友都可以。对，的确很适合，哇！好，非常棒，有机会要试试。对，我觉得这个部分详情可以问礼物。好，对，我们还是去问礼物。对，术业有专攻。没错。对，耶！感谢毛毛老师。硬要叫老师，没错。对，其实还好，我觉得我最近没有对这个就是被叫老师的部分，你知道怎么说，很有反应。我可能有时候不行。没有，我有时候就是在想为什么啊？到底为什么？到底为什么？有时候
可能因为我都会想说，为什么我的观众要把我跟某些人凑 CP？但我现在是处于那个放弃思考为什么的阶段，就算了啦，那就好啦，你们开心没关系。很棒。好，很棒。什么？谢谢宝宝老师？什么意思？好好笑。对啊，聊天室学会了，害怕。聊天室蛮会做效果的，有时候也是蛮没礼貌的，但是我觉得很好笑。没错，他们很好笑，很棒，会做聊天室跟会自己聊在那个会自己聊天聊下去的聊天室都是成熟的聊天室。会自己聊天才叫聊天室啊。对啊，对啊，聊天室就是该自己聊天吧，对吧？下次就是帮我开台啦，肯定可以的，太好了，很棒。好，欲言又止，明什么啦？伊利哦，是对于那个吗？被乱凑 CP 的部分嘛？我觉得伊利应该也是看开，懒得跟大家计较了。我是想说，伊利不是其中一个部分吗？他就不是自愿的啊，没有人是自愿的。这个圈子里面没有人是自愿的，但大家最后都放弃了。对，放弃了抵抗，算了，我陈火蛇就是你们的玩物了，我也没办法。不要玩物丧志哦，硬要讲超烂谐音，烂死了。不会，顺流之后会得到更多奇怪的流。那我就有流量了，太好了，流量的流，很需要，很需要，很需要。好，会耶，会耶。哇，棉币晚安。我觉得这个最恐怖的是，开始有一些我访问到的人出现在聊天室，我就觉得很想继续打电话，但是我可能会讲不完。很棒啊！你这抓跟我们之前抓交替早安台一样，你就抓交替，对吧？哪天来抓一下早安台的交替啊？好，有机会我也要成为，这算早安台接力是不是？有机会要成为。事情是我那天早上我打开 YouTube 我看到琉璃在开早安台，我就点进去跟他说了个早安，他就说：“毛毛你要不要开台？”我说：“哈，我今天表定没有要开台啊，为什么问这个？”他说：“我没有，我是想说我12点半要收台，那时候已经12点24分。”他说：“我12点想要收台，12点半想要收台，但我找不到地方降落。我说我现在再直接问一个出现在聊天室的 V 鹏鹏要不要开台，这样我就不用思考要去哪里降落。”那现在聊天室的 V 鹏鹏，你们有人等一下开很晚的台的吗？有的话，我就会降落过去，可以喊一下，谢谢。先喊先赢，谢谢，先喊先赢啊！我们准备要找那个机坪停机坪，对啊。如果你原本没有打算要开，你可以现在开一下。抓哇，甚至可以挑战什么沿路抓交替，然后看隔天能不能回到自己身上，应该是没办法，那个太困难了。我觉得这对，但有时候你遇到那种深夜直接爆开8小时的朋友，对啊，一定要有那种人出现。就有遇到，因为那天不知道什么狮之歌刚上线还是怎样，反正就看到一堆人直接爆开8小时，整个晚上都在玩，那样才有机会。你就可以，对，然后你只要够早起来开早安台，就无缝衔接，好好玩哦！希望有机会可以。对，直接绕成一个 loop， 你知道吗？好诶，观众都不需要再挑台了，然后就在这个回圈里面。对，就是降落，就是会永远的轮流在这几个人手上，把观众当网球打。对，好玩，我需要把观众当网球打。赞哦，太友善了。好，他什么一盒绿茶要出配信吗？啊，不是，太好了。我们等一下就看是谁先出道就降落给谁。真的耶，大家是不是都在怂恿观众出道？哦，对啊，尤其我就几乎每天，太频繁了吧？要吧？平常都是我取悦他们。对啊，我们刚刚有观众提出一个，应该要让观众进入一个那叫什么面试环节，这样。有点像选秀，出道选秀，对，出道选秀，然后他们就要进来涂带，顺便展现一下他们的才艺，这样。然后我们可以回馈给他们一些他们适合出道的点，这样。哦，可以耶。那我应该要这样对待我的观众。对啊，我们应该来开一个联合选拔台，有没有？然后那个参赛者就没有一个是自愿的，都是被我们抓来的，太好了。好爽哦！要
赞哦，追杀观众出道，哎，没错，没错，正确那个什么 YouTube 的正确玩法，好好笑哦。好，那我决定在我11点去访问真正的露营的街坊之前，我来赶一下进度好了，我要来试着再打给2个人。加油 ！Yes， 好，你可以的，我可以的。那我去找下一位啦。好的，感谢毛毛老师，晚安，晚安，耶！来，冲！你好啊！我以为你10点半就要关了。我本来的计划是这样子的，听说你最近被看扁了。啊，对，是。对，哇，你有跟上。我有默默关注你啦，这样讲好怪。你有发现我被看扁了？那我都一直只能默默的，就是边边的走开。好可怜，怎么听起来超可怜？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就后来发现是我自己设定错误，超好笑。就还在那边，我恨 YT 就发现是自己的错，然后就没有要把它澄清这样子。还是可以恨，还是可以恨，一定是他设计的太烂，让你没办法及时发现并修正问题，所以是他的问题。好，所以还是可以恨他。对，我都是这样子恨我的，没有啦，我没有恨观众啊，开玩笑的。对，超好笑。那请问你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那时候被我访问街访的时候的问题呢？其实就是梦想因为我觉得我那时候太不假思索的就直接说我平常在跟大山医生说的话，就是我要把他关在厕所里，叫他画小黄图给我。他听得出来你们是很好的朋友。没有想到你就问了，然后我那时候真的是不假思索，我就直接给出这个答案，然后他就尖叫。说，因为这个我大概已经讲，就我们认识还蛮久，然后就是认识多久就讲多久了，就这件事情，就我说我如果中乐透，我一定要就是把大山医生关在厕所里，然后叫他每天画那个我 CP 的小黄图给我这样子。你说你们认识多久，你就讲多久，所以基本上是你一认识他，你就开始这样讲。就是大概认识没几个月，因为我们一开始认识也是因为吃 CP， 就是吃的 CP 认识的，所以然后我就是有一天我就突然就对他说，如果我中乐透，我一定要包养你，我就要把你关在厕所里，然后叫你每天画图给我这样子。有人问为什么这么坚持厕所，我也很想问。因为他说他会打扫厕所啊，我不会打扫厕所啊。就因为好，就因为他很会打扫厕所，然后对啊，因为房间我要用，那我只能给他厕所啊。对呀、你们真的是很好的朋友吗？我现在开始有点怀疑咯。但他也会说他要那个，如果他中了透，他要把我关在厕所里面写文给他。跟我们差不多。那你们的爱是对等的爱啊，那可以，对，对等的爱，太好了，好好笑，太棒了，太棒了。请问你吃晚餐了没啊？哦，还没、真的假的？所以我现在拖你越久时间，就越晚吃晚餐。没有要吃，就是刚好想说顺便断食一下。好吧。这样开箱厕所，因为我之前有做过大家的那个浴室开箱，那这样开箱浴厕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工作照，真的。对，他在里面摆电脑这样，好可怜，好可怜，在厕所里面画图。有人说在厕所画画什么都不用做，听起来蛮幸福的。对啊，还要扫厕所而已，就是要扫，然后就保养他，然后每个月给他钱这样子。我觉得重点是每个月有给钱，这样的话其实好像可以哦。虽然我不会画图，对啊，太可惜了。可是你意思是，如果你会画图的话，你也希望我可以这样把你关在厕所？可以啊。如果我会画你喜欢的 CP 的小黄图的话，每个月钱有到位，什么都好说。扫厕所简单啊，扫厕所简单，这我会。真的，很好说话，真的很好说话，没错。那你可以去那个大山的牛郎店打工，他应该也会给你很多钱吧？你们两个倒是快点中乐透啊！我的工作机会就靠你们嘞，你们快点中乐透啊！好，我们争取一下。谢谢，
谢谢，靠你们了，耶、好，虽然本来没有这一 part 啦，但是因为我会被抓去跟一些男 V 凑 CP， 我想要问你，你觉得我看起来是攻还是受？就是因为这要参考很多条件，就是如果是依照这样来讲的话，就单纯外形来看的话，我会比较喜欢这样子是攻，就是因为我喜欢很漂亮的攻。谢谢，我很漂亮，谢谢。很会说话，谢谢。但是有但书，但是因为跟火蛇讲话之后，觉得好像有点憨憨的，所以为什么比较偏向瘦的部分？为什么？为什么？我哪里憨憨的？为什么？什么意思？不是憨憨的也可以当公啊，憨憨的公不是也蛮可爱的吗？应该吧？小狗之类的，不错啊，大狗也可以啊，但是大狗也可以，对啊，但是这不知道呢，就是交谈过后的话，果然觉得还是不要交谈好，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超好笑。好啦，至少我很漂亮。对，至少你很漂亮，对，你就这样子你也很漂亮，对。哦，真的，真的，我们必须，该说的要说，对。会有人把你抓去凑 CP 吗？跟大三医生吧。哦，真的有哦。厕所 CP 之类。厕所 CP， 我不知道。哇，好，我不知道吧？我可以为了这个，就是我的动机很纯，我的动机是为了让你体验这种痛苦，我可以为了这个动机去把你们凑 CP。厕所 CP， 我觉得厕所 CP 蛮好笑的，怎么会这样？但我觉得就是应该会有吧，因为我不知道现在大家好像对于凑 CP 这件事情都蛮那个的，蛮热衷吗？还是什么？对，热衷。对。然后我又很常，有时候会跟大三医生在干嘛，不知道在干嘛。我们两个就是很常不知道在干嘛，然后就会讲一些有的没的之类的话，讲一些要把对方关在厕所之类的话。对啊，然后之前那天还有人讲说什么要出什么，要委托人家出什么阿芝大龙本，然后要找一下兽要谁要当兽，然后还把我那天联动的人讲一遍。我说不行，你这几个人不要随便碰，跟人家没有很熟，大三医生就算了。蛮好笑，蛮好笑。有人说听起来像那个厕所 CP， 听起来像校园霸凌激烈百合，我觉得有道理。我知道确实有这种作品啊，我怎么会知道呢？没有啦，我也看百合啊，百合也是很赞的，真的。我的观众有一些也蛮喜欢看的，有人说要马上去订阅你了，太好了。直接看，因为要看厕所 CP。对，希望这位观众可以去多凑别人的 CP， 不要一直拿我当素材。我在说服他来 YT， 因为毕竟我们两个以前都土岐人，他现在还是土岐人，在说服他来 YT。原来是远距离，不是。我们现在是远距离。好不好不好好，那为了赶进度，我就仓促的去找下一个人了。好，没问题，没问题，谢谢，好，拜拜。那我们英语系 VTuber 也打了，我们来打给日 V 好了。耶！我现在要打给日 V 了，不知道是谁。もしもし。もしもし。我日本語未肯講ですね。大丈夫ですか？嗨，我真的不会。ありがとう。はじめまして。私はホエジです。はじめまして。はい。どう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ありがとう。なんでしょう。
我真的不会日语啊，我尽量什么空邦瓦里麦克切啊，什么意思？おやすみなさい。是要去睡了的时候讲这个吗？是这样子吗？对啊，睡觉的时候才要讲，开玩笑。哦，你会中文呐、哦，有人说他开始使出那个啦，就是在日本旅游的时候会使用的。これ。これ。これ何？これ何？これどれ？好，那我还是问一下问题。我真的不会日语，对，但我想要问之前街访的时候，那个你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有被我问到的问题？太多了，我想不起来。我还以为你用日语回答，吓死我了。いや全部日本語で喋ってもいいんだけど。哈？不硬。硬的相反是什么？無理。日本語無理。無理。本当無理。無理です。すみません。はい。我这样讲有对吗？就是勉強听得懂，是不是？就是他可能，如果真的是日本人，他可能你刚才哈的时候，他会吓到。哦，对。哎呦，我是不良少年。有人说上啊，使用英文有道理耶。Hello,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哇怎么突然我也不知道讲什么？不对，我自己把话题带远了，不是，就是那时候那个街访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问题是什么？我印象最深刻的问题就是不是问题，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你说你好像你那天录了很久，我忘记多久了。你说我录了超多人这件事情？对啊，好像应该5个还6个人吧，所以呢就是2个半还是3个小时。哇，也还好啦，今天开这个台其实也差不多。那很惨。不会啦，自找的，好玩。那个，我刚刚发现你的中文听起来像是有一点日本腔完蛋了！你这样被当成日 V 了啦。我跟你说，我开台的时候会有英文的观众跑进来用日文跟我讲话。他是故意的吗？不是，他们用翻译。哦，他觉得你是日本人。他觉得我是日本人，然后他就用翻译的，然后用翻译出很奇怪的日文，然后用英文跟他讲话，才发现是英文的观众，就哈，蛮好笑的。有人说 Google， 你应该都讲 Google 哈。Google 啊，但是日语真的是 Google。Google。好难哦。很难哦。很难。我之前在咖啡厅打工的时候有遇过，就是来自日本的客人，然后他就是会直接放弃跟你用英语，他就是硬要讲日语，然后我就会勉强用我就是不多但是勉强的那一点点听得懂的部分跟他互动，很累。还好那个菜单上有那个没有片假名，但是我可以猜一下应该听起来像什么声音，勉强可以点餐。那你很厉害。我就瞎猜，对，希望没有猜错。coffee 我会啦。对，你会 coffee 就差不多。milk， 糖我不会，砂糖。sugar 可以啊。sugar 也可以，那方便啦。哇，很多人喜欢你的声音耶，有人说你声线很好听，好有人说好好听、好可爱的声音。你平常会卖萌吗？我刚刚在摸石的，我故意把声音压低，哈哈。但我觉得你声音压低也蛮好听的。我也觉得，不是，没有，有自信也不错啊。我最近学会了新招自信。我以为是新招卖萌，原来是新招自信。我其实不喜欢卖萌我也不喜欢哦。我每次卖萌就比如说，谢谢大家今天要看我的台，哇，好开心哦。然后我就觉得
但我觉得大家应该是喜欢。我没办法，我做不出那种声音，所以虽然有人会想要叫我加看，但是我真的加不出来，我就彻底放弃了。你只要把声音拉高就好了。有人说你刚刚那样年纪感觉减10岁，我也觉得。哦，之前只有日文的时候，有人说我9岁，我就9岁不能开台啦，规定13岁以上啦，所以至少13。至少13吗？好像吧，好像是13岁才能开台。还是我要用录音讲话，超好笑。看你啊，如果你想要卖你的那个比较低音的声线，我觉得也可以。我平时其实不知道讲中文声音会变低，可是开台的时候又会变高。开台有一个营业的感觉。嗯，其实我也会啦，我开台的时候声音听起来会比较嗨，讲话也会比较快，但是我私底下好像不是这样。但你私底下讲话很怎样？你也要说憨憨的吗？不是，你私底下讲话很那个很哪个？很没礼貌是不是？不是，就是很正常。怎么说？很正常，可是突然会爆炸，跟我以前一样。你知道的太多了。为什么？是说就是每次我们不是以前联动的时候不是会讲话聊天吗？然后聊到一半，我不就会爆炸发言了，跟你平常的时候差不多。对啦，我其实私底下然后大家就不知道怎么接话。对，我其实好，今天既然都被你讲出来，我就讲一下。我其实平常私底下讲话都是大部分时间蛮正常，然后就会突然爆一个大的，而且是那种超大的那种，完全就是现在完全不能播的那种，完全不能讲。对，非常恐怖。对。那想知道的话，就是出道然后跟我联动就可以知道了。对，是这样吗？我觉得你很不知道你很真不知道。我觉得谢谢，我一直都是很真心在对待大家的。你刚刚的声音可以再一次啊？我都一直都是很真心在对待大家的。再高一点。我一直都是很真心在对待大家的。可以可以这样，这是好听的吗？这样子这样算假啦。对啊。所以我只要声音高一点，然后用这种方式说话，听起来就算有假。听起来有年轻10岁吗？有那个文青的感觉。耶，从6岁变成负4岁了，有渣男的感觉是什么？虽然文青跟渣男是可以重叠的，我知道，但是这我救不了。好哦。你可以当那个看起来很渣，但其实很真心的那种。好像不错哦。你看起来很渣。我知道啊，但我都很真心对待大家。对啊。哇，这我，你说的对，没错。听起来像长发男，我就是长发男，我只是放在后面，大家平常比较没机会看到，我甩不出来啊。好，反正就是那样。对。你后面还有？有啊，后面有一大条啊，可以抓起来。有人会想要，对，一大条，有人会想要把它抓起来当成那叫什么？那个叫不是荡秋千，那个跳的跳绳，当跳绳来甩。多长啦？没有啦，就是再加一个斯洛姆，2个绑起来就可以当跳绳了。好长哦。谢谢。你好长哦。对，这就是我们在举例，就是那种，就是平常讲话都好好的，然后突然丢一个。对，这种感觉。就是这样。然后平常没有那么黄，好不好？应该没有吧？平常没有，平常是别的方面的。平常是不能播的方面的，这个还好。别的方面，但不能播，这样大家就会觉得很神秘。我最近很需要多增加一点神秘感，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很想要多一点神秘感。我觉得有，那你就话讲一半就好了。对啊，没错。你说话讲是像这？对啊，讲一半。你说的讲是像，就是把一句这样子吗？我觉得听起来像断线。怎么可以那么好笑？好好玩哦，这好像蛮不错的。我们应该多联动，对，好玩。好，太好了，耶！那其实呢，我11点有要去街访
就是要去露营，所以我们可能真的今天就是要到这边结束。本来只想到10点半，结果还是到10点50。完蛋了。对，完蛋了！人家极限操作10分钟内要就是跟人家开始访问，太有趣了。哇！好，那我们就啊，难得就是把你抓来，我们就一起跟大家说拜拜，好了。那你可以回答我一个问题吗？那请说。我不知道青歌大约要丢什么东西，我好难过。青歌大约，你想要跟月亮有关的吗？还是其实也不一定要？哦，因为好多人都在丢古风，可是我不会中文。古风我也不会耶。你有要丢吗？有那个刚刚那个有伊里有算是有明示暗示有说，就是反正就是伊里有找我一起唱一首歌，所以会投在伊里那边。对，没错，算是有参与到。我现在到处问，你觉得我要投什么？你觉得我要投什么？你觉得我要投什么？哇，我想一下，跟月亮有关的，我突然想不到我等一下想一下，如果我想到，我马上告诉你。好啊。好，耶，快去好聊聊，快去聊聊。那我就要跟大家说拜拜啦，大家晚安。感谢今天超多人来看我，还有超多人降落，这真是我的荣幸。还有很多人接了我的电话，包括英语系的 V 跟好啦，不是日 V 啦，是台 V 啦。是的，好，那感谢大家。那我看一下降落去哪里，我们就快速降落，然后我要快速去访问啦。你可以把这边当自己家，你可以随便跟大家聊天哦，我们很 free 的，我们都老熟了。好耶！好我们要去哪里啊？我们要去哪里？我们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完蛋了，我离那个街坊的那个越来越近了。这样来仓促的跟大家说晚安。好，我知道。我要去那个我们的青椒姐姐于梦披曼那边，我不知道啦，我对她的认识就是她开台可能会开很晚，我们就去看她吧。对，她在玩《活侠传》，那大家去青椒姐姐的台要有礼貌哦。那我就要去访问别人啦。那感谢今天接我电话的所有朋友以及来看的观众们。那晚安，拜拜。苦瓜哥哥，拜拜。我是什么哥哥？你再说一次。苦瓜哥哥，拜拜。苦瓜吗？绿绿的。我绿的吗？不是要的话也是薄荷巧克力吧？你看我的 DC 大头贴。不是啊，薄荷巧克力哥哥很长，就是名字太长。好啦，苦瓜，苦瓜，不然呢？我还有什么瓜？把它好像没有比较